然後台北最後大學嘅張桂山教授帶來前面嘅分析，經常觀眾朋友取笑所聽。因為呢一評論會已經開始，現在是強下來看現場嘅最新狀況。國內外有32間嘅媒體共同來播出，為了因應新媒體嘅時代，今年以下除咗有3立新聞網來直播之外，你共同嘅合作嘅盤由 Google 今日來直播，本全世界嘅朋友都做得來同步來收看到。也真嘅係全球都在關心了台灣呢一擺嘅總統大選，尤其為了抗台全民嘅參與，NTP 突破了傳統創新嘅採用，呢個總統喺本人問嘛，呢公民連署提問嘅一個方式。由總統嘅候選人直接來面對公民嘅提問，呢係落實基層多年嘅面向嘅關懷，請大家嚟等等看咯。你首先嚟先介紹今本嘅3位嘅主角，就了之前出場嘅信息。第一位為大家介紹嘅係國民黨嘅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先生。第二位係親民黨嘅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先生。第三位係民進黨嘅總統候選人蔡英文女士。今本嘅發言為就兩個案嘅分析，下來嘅說明今本嘅辯論嘅流程，總共有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呢，就係申論每位候選人有8分鐘嘅時間。第二階段呢，係總統喺本人問嘛，公民連署提問嘅時間。第三階段係候選人互相之間嘅交叉嘅質問，有2隻回合6輪嘅提問，還有攻防。第四階段就係結論，每個候選人有6分鐘嘅時間。好，在兩個正式開始之前，你還係來展現一下嘅君子風度，請3位候選人到台前互相來握手來致意，請。好，你兩先嘅已經開始了。下禮拜嘅今本嘅中華民國嘅第40任嘅總統嘅就會正式嘅產生咯。兩個背每一擺嘅非常大家注意嘅評論，好，你個請3位候選人呢，兩手握定呢，貼定來擺咧君子握手哈，留下嘅歷史性嘅鏡頭。今日嘅評論會聽錯本大家選民呢做得更加清楚了解，特別候選人政見嘅政策，還有佢哋嘅特色政見嘅選項意念，希望3位候選人。好，下來，今日特別候選人發言嘅時間，對大家階段都係同樣嘅。在你發言要結束之前嘅30秒呢，你工作人員就會傾2個量短3個量來提醒。發言時間到嘅時間，我要熱廠商。同時呢個時間呢，就會關閉2個幕布。記得3位候選人嘅正前方都有2個電子計算時間嘅提醒。喺講呢個時期用任何故障，嘅你嘅工作人員呢，雙方都有2個碼表同步嘅計算時間，同時我有睇視播來作為時間嘅提醒。好嘅，你下就來開始今本日嘅辯論會。第一階段呢係申論，你只要調下出場嘅信息，先請國民黨嘅朱立倫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先生來申論，時間8分鐘。主持人、宋主席、蔡主席、各位鄉親朋友，大家新年快樂！大家好，大家新年恭喜！大家好，大家新年快樂！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當歡喜今本日朱立倫蔡兩位參加第一擺嘅電視政見辯論會，兩擺嘅總統大選非常嘅關鍵，在最後2個禮拜嘅關鍵時刻。你將會選出你未來嘅總統，你喺台灣未來生存發展，還有你生活品質非常關鍵嘅選擇。你透過惡人相互嘅經驗，彼此嘅討論政見，係相信最能讓你嘅選民更加清楚嘅了解每個位候選人嘅性格、能力，還有佢提出嘅政見，還有未來佢真正嘅想法。從參選以來，我多擺嘅批評我嘅對手蔡主席提出了異道嘅政見，相當嘅恐慌，尤其係對異道嘅創業嘅問題，有一道含糊嘅政治語言係來回應。我相信兩隻係愛選民不一種太大嘅空拍之後，到今日為止，出2個禮拜，我希望蔡主席你大家非常務實嘅真誠嘅回答所有嘅問題，朱立倫深刻嘅了解。國民黨過去8年執政，有成功嘅，有失敗嘅。我承擔嘅好嘅
政见嘅延续，也當然對於錯誤嘅失敗嘅政策、徹底嘅反省แล้ว檢討，係提出嘅因應時代嘅需求，尤其係未來世界趨勢嘅變化，還有印尼國際經濟嘅情況挑戰嘅遇到嘅新嘅政策，呢條政策係相信係務實可行嘅，而且係符合台灣人民嘅需求，係一定錯會有信心、有魄力嘅來做到、來講到做到。但係呢，喺時間以來，我一直感到相當痛心嘅係有實例嘅就講呢，因為過去國民黨做得唔好，伊當然甘願獻策去相信一個最無可靠嘅政黨係佢嘅候選人，在最困難嘅時節、最大嘅挑戰嘅時節，係天出愛勇敢嘅企出來。因為我相信，我哋先愛本台灣嘅最穩定、最確定嘅、最安定嘅未來。我相信遇到嘅好朋友係兩個心情係相當嘅受力嘅，還有挫折嘅。你做得對國民黨不滿意，對馬英九不滿意，也做得對朱立倫不滿意。但係我請大家唔好拿台灣嘅未來來出氣。台灣正面臨了兩條嘅路線，有兩條不同嘅路線。朱立倫選擇嘅係穩定，選擇嘅係開放嘅；蔡主席佢選擇嘅係冒進嘅，也選擇嘅係封閉嘅。接下來係有六個問題，直接嘅就來凸顯朱立倫同蔡主席不同嘅地方。我係請教蔡主席，九二共識，你已經係相當清楚嘅，朱立倫係承認九二共識，堅持一種國標。而蔡主席唔承認九二共識，在上擺嘅辯論會當中，會別急咧就直接講嘅，九二共識係選項，伊當然正義講，佢根本唔係人嘅選項。請問蔡主席，人嘅選項係乜嘅呢？係咪清楚嘅老國人講？第二，外交嘅烽火，而在上一擺嘅辯論會當中，蔡主席講外交小編係小劇，讓遇到嘅台灣嘅看中國人嘅面色，讓外交人而為何而戰？蔡主席要重啟戰火，為強天下不亂，係咪要行轉過去民進黨所主張嘅烽火外交、金錢外交呢？第三，木柄制係主張未來走向前面嘅木柄，兵力要降低到18萬以下，基層嘅士兵嘅薪水從4萬起薪，讓愛做兵嘅候選人去做兵，讓其他候選人做得安心嘅來工作求學。蔡主席，民進黨主張嘅徵兵制，請問到底要徵幾多個兵？徵乜人來做兵？ TPP、RCEP 兩個企業經貿組織，你堅持雙管齊下、同步進行，兩者都要加入。為乜解？蔡主席你道理下，只講 TPP， 必談，唔講 RCEP， 逢中必反，對於台灣嘅未來係有利冇？第五，農業部分，你希望減強核能，你主張廢核，同時對於推動綠能又唔許添加，又下講冇講唔許添加，然後火力發電，佢講唔可以有溫室氣體，因為能源政策非常嘅不清楚，係相當冇清楚嘅，到底係咪愛降添加，愛許添加冇，愛許幾多？還有民主嘅開放，係主張根據個人嘅飲食習慣來當天最嚴嘅標準，唔會來隨便嘅開放民主。你到美國代表嘅組織去多多散散，到底阿老國人講你要開放，你到底你出賣了主農，出賣國人係兩百人嘅利益，兩面互相，乜嘅互相？各位好朋友，兩擺總統大選一定會問人，你要問錯嘅人，做未問唔錯嘅人，係提出兩個問題，係讓大家來了解。存兩個禮拜，到底民進黨到底蔡主席人家主張係乜嘅？做唔得自由係空話，做未有係空白嘅機票，你將政策講清楚。係當然也記得，係講了
也真正下模糊嘅話，呢種人就唔會批評，他哋係堅持相信，一定愛做負責任嘅，係要愛從具體嘅證件來接受檢驗。係在上擺嘅辯論會提出戰略三策，係各4年當中，要將基本工資提升到3萬元，時薪係180元，也配合一年嘅經濟政策來反轉台灣。台灣目前嘅經濟困境，也愛擴增1%嘅富人稅，還有擴大外交嘅空間，撈國際空間。雖然有不同嘅意見，但係呢，朱立倫在上個禮拜嘅勞工商團體溝通嘅時節，已經講服了一度嘅朋友。蔡主席，民進黨出台來批評有乜嘅具體嘅辦法呢？係提出年輕朋友最關心嘅。還有阿爸阿媽最關心嘅托育政策，係抗壓普陀嘅問題，還有成年人遇到困難嘅時節嘅幸福保衛戰，在上擺嘅政見會當中，而講也只係寫幸福，其實係人民最關心嘅事情，也係政府最大嘅事情。台灣做唔得寫唔創意，冇嘅話呢 ，anyway 兩岸不安，外交烽火，還有社會嘅準備，經濟鼓勵仍然不足。還有高度開放，你係愛嚟到不確定嘅，你天就愛揾錯嘅人呢就係愛基層嘅經驗，愛有執行力嘅人，願意付出、負責任、講清楚政策嘅人，你也希望講有一位財經嘅總統，用務實嘅態度嚟解決台灣嘅未來嘅經濟嘅挑戰，你也希望一個有包容力嘅總統。朱立倫當選之後，會嚴實拜訪蘇主席，蔡主席共同嘅請求嚟朝野嘅合作。接下來請主持人、朱主席、蔡主席、各位觀眾、各位鄉親，大家好，新年快樂！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今日係到總統候選人第二向全國人民表達到政見嘅主張。第一階段係講到申論，唔係辯論。我必須要講，今日參選中華民國總統，出任中華民國嘅領導人。領導人做乜嘅？領導人就會要帶領國家行出困難，本人民感受到有希望。我看到民進黨執政8年，國民黨咩執政8年，不過看到佢哋嘅執政，攞台灣帶到今日按照228，攞台灣打到破下來，我重新侵佔人民嘅希望，佢就係一個國家嘅領導人。青重要嘅，佢有3個青重要嘅任務，佢就係佢愛對未來國家嘅方向和政策提出高瞻遠矚嘅主張，還有見解。第二，佢做得善用資源，公平合理分配，友好分配。第三，佢會用人，特別係佢用嘅做得實在使用，組成一個大聯合政府。為台灣人民服務，解決一下嘅困難，開創下一代未來嘅願景。喺啲幾廿擺嘅講法當中特別提到，宋楚瑜將來所組合嘅執政團隊，為當重要嘅，佢就係喺兩個當重要嘅前提下，就係國土整體規劃，含有兩個老人哋嘅產業經濟帶起來。呢一兩個方向當中，然後提出一條未來人哋規劃嘅願景，也就係大家講嘅總統最重要嘅就係提出方向，還有未來嘅一條計劃。我哋上擺有講到，佢就係人哋今日啲台灣必須要善用人哋3個重要嘅優勢，人哋啲地理上嘅優勢，加埋人文上嘅優勢，人哋係3種文化、中華文化、東洋文化、西洋文化嘅勢力，孕育出來嘅文化內涵。人哋係一個華人世界唯一嘅一個自由民主開放嘅社會。故所宋楚瑜當選過後，會對人哋整體嘅國土規劃、韓國人哋嘅經濟發展提出，按名做3叉戟嘅計劃，那3叉戟就係海神嘅，佢就係真正嘅發揮海洋嘅優勢，
来做一方面的事情。喺整體嘅國土規劃當中，我哋為了台灣嘅經濟發展，本做6大企劃，北北基起地、桃竹苗，變做台灣嘅科技中彰頭，係離中國最強嘅港口。生產我哋建咩嘅機械，還有優良嘅傳統，能夠沿江南發展精緻嘅農業文化，同時高屏做南極嘅窗口，各為屏東發展做東北亞嘅合意義。中央山脈以東，包括離島發展農業、城基，還有海洋觀光、漫遊多元文化。三叉戟嘅計劃，基本上就是打造北中南3個新加坡。我哋會學新加坡，佢做善用嘅地理位置，各位學佢哋嘅廉能、效能，還有務實，各位開放，也3個當重要嘅我哋嘅空港，還有海港。各位呢，然後台北港，還有基隆港結合桃園機場。成立北部貿易中心，來發展雲端的網絡，還有電子商務、設計類嘅文創產業。台中結合金錢港，成立中部智農區，發展精密嘅機械，還有傳統產業。高雄港結合小港，成立南部自貿區。發展用能產業，還有宋楚瑜兩頭嘅團隊，整合中央部會，整合地方政府，各位鄉親。喺頭擺人就看到，國民黨唔但搶係內部鋪費，唔係鋪費，搶變做鋪落，中央和地方又唔合作，係唯一嘅有紀律做啲整合無共用嘅單位，係有一個能力，韓國係未來帶領嘅一個團隊，天速做得老大家講到做到。重點係中小企業，中小企業佔係台灣係到規則差唔多135萬件，佔係規則97%，不過就業人口896萬，佔嘅規則就業人口78%。宋楚瑜執政過後，為了中小企業嘅評價，就會當多人批評中小企業有1流嘅技術、2流嘅行銷、3流嘅管理、4流嘅財務、5流嘅財務，人哋做唔得再個。順向看，宋楚瑜執政過後，天促為多多協助中小企業，冇本佢哋自生自滅，自求多福。不過未來宋楚瑜向4個方向來幫助人哋嘅中小企業，這就是提升中小企業嘅生產還有管理嘅技術，協助人哋嘅廠商。來得到資金，同時提升改進市場嘅通路，協助佢哋行銷世界，提升人哋嘅員工嘅素質，大力擴大人哋勞力嘅來源。人哋喺4年內會提升中小企業出口額對1兆5千億，然後佢增加3千億，變做1兆8千億。同時出口嘅比例嘅比重會由14.02%升到18%。第4則也當紅，係分配有當道嘅金門業係網絡時代。第同步宋楚瑜嘅一個細節咧，當道嘅項目，就會喺網絡上一一看到。各位親愛嘅鄉親，重點係人哋做唔得本，一定要中小企業自生自滅。中小企業係台灣經濟嘅基礎，係人哋嘅命根。唔過根本基本嘅勞資嘅問題，人哋要本中小企業了解勞工係佢哋嘅命脈，人哋嘅企業。係勞工嘅衣食父母，但將老勞工還有企業產銷強下大家合作，然後人哋事情做好，人哋爭做得老台灣嘅整體嘅經濟實力佔轉來。宋楚瑜有一個能力，宋楚瑜有一個經驗，但將老人中小企業嘅一條當道嘅問題，人哋老佢做好，他就會對組合政府嘅團隊去成為老佢哋推銷，唔係搶做外交，本人哋增進政府嘅整體做的發揮，變做推動經濟嘅處理，唔係助力。人哋底下做3號嘅宋楚瑜，講得到，做得到。
继续请请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申论，时间8分钟。谢谢。什么主持人？朱主席、宋主席，还有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的国人同胞，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所有的兄弟姐妹，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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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新年的第一日，第2位，我祝福所有的国人同胞新年快乐。希望呢，大家有一个当快乐的新年假期。时间过得一架，马总统呢带领2个国家已经会有8年的时间了。这8年呢，遇到的事情都会改变。一个小学生做在这8年之内，变成一个做得投票的公民；一个小婴儿，没做在这8年之度，变成一个小学生。不过呢，按多年来，这8年来，没有些事情係從來唔是改變嘅。其中，人民感受最深嘅，就是政府同人民之間嘅距離越遙遠。佢哋本民意嘅態度一路以來呢都強硬。對兩個怪獸開入農田嘅時節，政府冇聽到大夫阿媽嘅聲音；對油田送氣嘅時節，政府未聽唔到兩個細聲靈兒嘅聲音；對風中秋對軍粹地度本人苦痛死亡嘅時節，政府未冇聽到人民而追求兩道嘅聲音；對食品安全嘅危機發生時節，政府未冇聽到所有嘅阿爸阿媽佢哋緊張嘅聲音；對兩個總統都冇喊糾正國會議長對執政黨嘅主席親無限阿萬特同黨嘅總統候選人嘅時節，佢哋會唔是聽過人民想嘅希望政治而行向哪位嘅聲音。條下朱主席所講嘅黨道，佢未來要做嘅事情，未對外有黨道嘅指教，我詳細聽起來，朱主席還係得個點頭槍，還係得歪曲。對個片面嘅解釋對數嘅政見老講法。不過，佢兩下講咁多，而有一件事情呢，朱主席一直係冇講出來嘅，佢就係台灣人民呢，呢8年來都在講得好唔好。上擺嘅辯論會，朱主席講了一句話，本來當促講。佢講，一個總統做唔得講一切靠民意，而有自家嘅想法。喺嗰時間，我話到呢，佢都係旁順嘅係馬總統。馬總統就像朱主席強調，係個自家都有想法嘅人。佢嘅兩岸政策都有自家嘅想法。故所呢，從頭會引發衝突。佢主導嘅國會用8分鐘通過服務，引爆了太陽花學院。佢主導嘅教育部受到爭議性動態嘅口講，連高中生都出來反對。而你呢，原本嘅2位競選總統係評論總統所犯嘅唔錯，感覺朱主席冇看到咩？2059年，台灣民眾票選嘅代表是係快事，我相信對台灣人民的選出24個時間，大家心中嘅感受係依沉嘅。台灣人民係想到乜個問題呢？台灣當簡單，佢哋想留一個唔談民意嘅政府問題。朱主席是係國民黨，是為了國民黨嘅2個施政無能廢勢力。第2位，我老朱主席講，係講你真心想去反省，真心想去反省嘅執政嘅失敗，嘅首先就係檢討嘅，就係你哋老人民之間嘅距離，真見係當然嘅。人民需要嘅係個老佢哋做得企到強下嘅政府，唔係老佢哋作對嘅政府。人民期待嘅係個做得解決問題嘅政府，唔係做得去製造問題嘅政府。過去8年來，人民對政府失去了信心，未對政治人物失去信心。我看到2條嘅問題，我所在200個選舉當中，我提出了5大嘅政治改革，我一本來如何惡鬥對立，還有空轉嘅台灣徹底嘅改變。首先，我提出一個實現時代正義，實現了時代正義最重要嘅就係潛在候選人對未來嘅希望，來重建經濟本產業做得清潔嘅更新老升級，來解決候選人擔心嘅問題。我推動安心住宅嘅計劃，我改革年金體制，我更加要提供當好嘅照顧服務，來減輕了嘅政府嘅負擔，每本候選人做得安心來成家。最重要嘅，係你哋台嘅人做唔得按用知識，只固定自家嘅歷史地位，而你攞未來嘅選擇權，完整嘅留本下一代。
第二，我改革政府嘅效能，將來蔡英文嘅政府對呢個行政狀態嘅決策都係充分嘅溝通、公開、透明、實際嘅來體驗人民嘅經驗。蔡英文嘅政府唔會講咩唔會轉團脫下，而你係會成立當強有力嘅國家嘅團隊，佢哋商業後輩提供佢哋必要嘅一個協助。而你係會檢討政府嘅財政嘅紀律，本每個人員都在發揮最大嘅效果。而你會協助地方政府嚟掌握嘅財政嘅紀律，本一個認真嘅公務人員呢？佢哋係無辜嘅，佢哋做唔得變成咧財政嘅亂來嘅一個後果。一個有能力嘅政府，但係公務員最大嘅功用。第三，係系統國會改革，而呢個改革立位嘅限制，解決目前嘅飄飄不等值嘅不等策嘅問題。而呢講大政黨嘅門檻，本國較多年嘅上演建議國會，也都做本國會，行卡嗰隻反映一個民意，而你咪主張依種中立化，本期唔會輸之於政黨。來處理呢件事，同時我們要強化國會幕僚機構嘅專業能力，來提升問政嘅品質。第四，我落實了轉型正義，我整理公開，同時公開歷史嘅檔案本期公開，本真相，做得重建田野扶貧受害者心肝當中嘅傷害。任何一啥都做唔得，在你嘅過去歷史嘅當中去抗定呢條事實。未來我們會對討不當嘅黨產，而民黨政黨嘅輸入來源，而記切呢條政黨投資人力事業，本民主更加誠發，本競爭更加公平。本每我總結了政治惡鬥，這兩位我過一擺向國民來保證，民進黨執政絕對唔會係用規劃拿去，喺行政方面絕對會本國人有目共睹嘅感受。身為總統，我會對兩隻國家嘅團結付出最大嘅經驗，傾下大嘅努力，為了呢位結合嘅國會制度，所有支持改革嘅力量，組成進步大聯盟。本問題嘅多數變成執政嘅後盾，我們會廣納各界嘅人才，不分黨派，共同為台灣嘅改革來上忙。本政治行向團結，本社會做得唔會咁樣亂嘅。親愛嘅台灣人民，對呢個你行向街頭，馮聰橋本人欺負嘅時節，你行向街頭；犯合適嘅時節，你咪行向街頭。民主嘅嘗試本人踏實嘅時節，你咪共樣行向街頭。任何一啥都做唔得來看你人民嘅力量，捍衛自由人民嘅力量和意志，行上街頭，你嘅聲音就會俾人聽到。不過行業投票所，佢係做唔好嘅政府呢，讓為政見嘅下台，負起責任。1月16號就係你天作而企出來嘅歷史嘅時刻，什麼？什麼三位總統候選人？以上就係第一階段嘅申論，然後呢休息5分鐘，讓時陣來進行公民提問。金州榜山泰山报业风景马吉奖，10年前成立为有限农业区。那大山杯这边，它有独特环境之外，还有很好的一个农业的基础。泰山杯交通唔利便，有辦法為發展加以難。和泰山合作中，市場會做太啊，因為大山杯吼一點一點啊，根本冇辦法辦嚴重啊。1月初3半夜下晝頭5點，村民開會有向向下的關心。他说罗大哥很帅，那个我们朱姐姐很漂亮，她想来看。谢谢。有啊，今天看到有没有让你失望？有啊，有啊。两位也是旧事啊，就是是好朋友啊。两位店的节目比赛，他比什么年呢？厉害哦！
家常做学兵烟咯。早起我是推翻一件田螺公司外派口来，退路跟走人下也是跟牛斗俩。胜法是按用意啦，不管你度荷兰模式度推翻全会度到安的问题，是讲度了为下无资源都腾修解决这几个想办法。用心研心，讲客家人。客家。讲礼拜日，我食饱憨憨喜欢死，看到草莽老街嘅土狗儿叫做梁兄弟，扑到天那下地旁线，街过旁天一沙一记一生气，草莽讲：嘿，我地南山，日后是佛踢一条大老虎。土狗讲：我地北山，日後是細踢九條大狐狸，草蜢講：我律律富士棒踢熱衝百年大榕樹。土狗講：嗨，我熱春腳啊，老五只身小踢變偏題。草蜢講：釣魚就潮通烹係愛趕。土狗講：我不干雞，天當背雞，天奶走雞，好把手雞，錯地都跳雞，我做錢撈記得停規矩，幾兩沙當當做雞胖雞居，突然間談到靳東片，個，嚇到噗嚕嚕嚕背過來，一隻雞講跳當要隻大雞兒，呢啲兩隻雞講要嘅惡魔，嘅篤上了。老草蜢吞落肚屎氣，土狗我一看不了一，太麻雞公你唔知事，我講雞公硬你不應該。地南山是聽我嘅阿妹老阿舅，有啲北山甚聽我嘅姑姑老阿姨。你們來打探悶看，土狗我唔明雞公也在起見你要做法是你當愛，你把我絕對冇有你，你隻土狗我一講日點腳，木當當。哦，細屎牙牙，地秀白腳向前一跳，咪本街公細睇戲。欢迎转到2016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的现场，两下进行天集团的总统而本来某个公民连续提问，两摆总共有42套题目，都超过1100人的连数。嘅照了大称样的形式，我们系用出签的方式，出了5项的题目，两现场还有3位主播拿题目嘅念出来哦。嘅每一位候选人有2分钟的时间回答。首先，公民提问第一题。3位总統候選人好，今日我睇為提問嘅係科技嘅議題，請問3位係咪同意由政府推廣免費嘅掃描，本全民掃描，係國家夾嚟嘅數位落差，同時扶持網絡生業行走台灣呢？先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謝謝提問人。希望提問人，加蔡主席要花5分鐘嘛？馬英九係馬英九，朱立倫係朱立倫。今天其實人面前嘅係朱立倫，係讓人談未來嘅網絡嘅政策。喺年底呢個網絡有3個重點，一個係網絡嘅速度และ品質，一個係網絡嘅偏向城市嘅數位落差，還有未來嘅實驗問題。喺年具體做咗，可以加強台灣嘅網絡嘅基礎
设施，尤其是提升苗栗嘅双苗嘅属土。2年之内承诺會超越新加坡，4年當中會超越香港和日本，還有韓國，並加長期繼續努力。主張所有嘅重大商業戶雙苗一天係免費嘅。最大一點，新北市已經做到咧，大商業戶係50錢嘅，而擴大全台灣嘅重大商業戶係免費嘅。iPhone 台灣有23000點嘅。係唔拉嘅，要加強向免費雙苗嘅所有嘅熱點，所有重要嘅角落，全部都係免費嘅來連線雙苗。喺2005年擔任桃園縣長嘅時候，就已經做到99貢獻。喺當時記得有名案例就係講咧，連出面山體鄉嘅小朋友做得來買水蜜桃，透過雙苗，也做得透過桃園嘅當時20台嘅。智慧上市，新北市連續3年得到全台灣嘅全球7台嘅智慧上市。用呢種嘅努力成果，所以講咧，愛重新嘅來建立嘅台灣嘅依作，係大概4台係苗栗嘅4台，愛用推動過去半導體嘅結晶來推動苗栗，同時愛你嘅擴大在武器嘅投資當上面，愛補強兩個優勢，將政策法律愛將所有嘅權益產業最固定嘅就係法律嘅鬆綁，同時愛讓產業國際化，拓展國際市場，來台北提名議員來代表咧苗栗嘅4台來進入立法院。繼續請總處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詢問提問人嘅提問。基建向前報告各位，宋楚瑜當選總統過後，2030年為草漢對新嘅經濟發展計劃，為講雙苗嘅屬土列作係主要最重要嘅建設之一。未來向前報告過，為了 ADSL 全面升級變做共享寬頻，4年內雙苗嘅屬土希望做得到全世界前10名。因為台灣來到33名，苗栗嘅實批愛維護，係到將來政府唔單槍對家主席講嘅，係就係重大商業戶嘅人之前，最重要嘅政府愛作為係資訊嘅流通嘅安全和保障。政府本身嘅作為就係全面條碼化、模字化、韓國苗栗化、雲端化、行通通信化。政府喺聽唔到時台，就會變做很多效率嘅瓶頸。苗栗嘅產業係必然嘅，就是苗栗嘅老世界連結，經過物流連到聽得到工業4.0嘅腳步，係無遠就會聽唔到嘅。將銀行公費當定第三方持股10個年，也個按呢。本來兩線大陸嘅一條天子商務，也完全聽唔到中國，也係宋楚瑜當選總統過後，絕對唔會再個發生嘅。嗰一隻，就喺第一擺選舉當中，係就啲7家聲音全面化苗栗專業工作人員就喺來當行群組討論，大家有得競選廣告係偏惡，喺啲彰化、啲高雄、啲台中等啲專業，同時通話喺啲紐約嘅台灣留學生攞嚟嘅座位，親密啲台灣嘅辦公室，嚟對起來，嚟到去從事苗栗將聽得到時台，係會全力去加強推崇。請蔡英文50回答，時間2分鐘。什麼主持人？解決數位落差係隻當局嘅問題，咪係政府最重要嘅經驗。我是留去過呢個台中到桃園嘅國小去看過，看到桃園國小嘅小朋友5年生嘅學生啊，雙苗去也可能學院來學數學，而唔單槍呢，就得用中文版，咪就得用英文版嚟雙苗學了數學。呢證明一件事情，就係縮短數位落差，增進當重要。因為做得苗栗做得本偏向嘅聲音啊，係講弱勢嘅族群帶來更加公平嘅教育機會，本佢哋呢連結世界。寬頻嘅苗栗係重要嘅資訊嘅來源，故上係主張。其實係喺2012年嘅時節就主張，做得使用寬頻苗栗係國民嘅基本人權。政府有經驗，確實保證兩項嘅服務係平價，同時係優質嘅，對兩個頻寬然後速度嘅提升，呢個部分係國家建設嘅最優先嘅項目。未來你天初為加速，讓業者向下嚟推動，係咩話？本台灣嘅品質，也都嘅為得
周边所有嘅国家地图系铁一流嘅，除脱贫困啦、属土之外，你可能积极来发展网络相关嘅产业，同时做唔得只谈硬体，咩谈充实软体嘅应用。我们已经提出了整体发展网络产业、缩短数位落差嘅完整嘅方案。第一，打造那个互联网然后智慧城市嘅应用，来提供人民有感嘅公共服务，来提供本业者必要嘅商机。第二，你咪要积极嘅培养人才，老了自身数位能力变成国民嘅基本嘅素养。故说，你嘅青年呢，你嘅国民教育制度、数位嘅能力，然后城市嘅能力，系绝对城市嘅能力，绝对必须要优先嘅项目。为免他到网络创新嘅生态呢，从而嘅投资、研发到产业嘅开发，验证到商业化嚟嘅完整嘅体内。继续公民提问，听一题。三位候选人今日每题目系有关于法务方面嘅问题。你常聽講司法係正義嘅保護一套防線，台灣嘅司法呢，本法官動態嘅自由行政嘅空間，到加上呢，其實法官係有呢個終身制嘅保障。過去你都有種爭議性嘅判決，也就會請教三位候選人敢有司法改革嘅對策，做對本民眾感受到國家有保障呢，國家正義即係成長呢。正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申問提問人，司法改革有兩隻重要嘅基本要注意，嗰就係佢要有總統係用5年嘅國土來注意呢個問題，佢唔單止係司法院嘅負責，也唔係單止行政院帶下輩嘅法務負有問題，監察院嘅陳情案提輩，這個一般呢係針對司法官來申請，這個講人民對監察院係知道無力，本人判有罪嘅監察總長，啲監察院彈起2敗就冇辦法通過。立法院呢邊法係講做唔得，要負責。係講故說5年就係由總統嘅國土來為大家解決司法改革嘅問題。我做總統過後，我會申請責任來協調5年從事嘅問題。全國一盤期看司法嘅改革，擴大參與係當重要嘅觀點，嗰就係第一，做唔得本特別嘅司法改革，但將有法官，還有律師，甚至係學者，必須要擴大參與。司法嘅改革，現在注意2件事情，也係國家嘅大事，由總統啲根據憲法嘅規定嘅國土來協調5年來做好一個事情，將做得到一個事情做好，係注重推崇人民嘅。係甚至係一下嘅咩啊半桶水嘅管甚至，我咩建議包括也考試院對到法官嘅養成、檢察官嘅訓練係培養，甚至講讀出來應該申請責任，希望人哋就看到法院做唔得。無料就凊彩就裁決，故所將會發生人哋看到典型嘅案例，故所人哋本人民來參與，本人民未做得參與，同時上下法院法官之間無權判決。請蔡英文5次回答，時間2分鐘。什麼主持人？我請同意宋主席投下嘅答案。其實2012年總統嘅時間已經提出司法改革係總統嘅經驗，我以總統嘅決心，然後總統嘅政治能力，讓做得有成功嘅司法改革。嘅一陣你三邊知道當別嘅一陣問題，尤其最近呢度嘅判決，本人民知道呢，讓人民嘅期待落差係異態嘅。嘅司法，人民對司法嘅無信任。已經到了一個當高嘅重點，故所司法嘅改革係你當必須積極改革嘅一個問題。司法應該係本人民嘅司法，而必須做得追求公平正義之外呢，同時做得馬上保障人民，也推動司法改革最核心嘅價值。跟我當從事嘅司法改革，在今年嘅8年，我已經提出了司法改革嘅5大政策，都係為了提升司法判決嘅品質，也包括了檢討了下司法嘅人員經入場啦、退場嘅機制，你係確實保證你有好嘅訓練嘅法官，同時咩有淘汰法官嘅機制。
第二，你要强化司法人员嘅人权嘅素养，落实人权嘅保障。第三，你要提升科学嘅判案能力，提升司法审判嘅可信度。第四，你要推动司法民主化。呢一點呢，就調下你宋主席所講嘅係強樣嘅官審制，現行嘅官審制，本認為係無法度幫助人民嘅參與。故所未來你天初愛來研究皮上制度，非但參審制嘅推動，一樣嘅話，呢種社會嘅經驗，讓人民嘅一個感情，讓做得呢關注在你嘅司法嘅審判過程當中，本司法審判嘅結果，做得係集權社會嘅期待。第五呢，係建立人民友善嘅司法環境。人民更加容易得到司法嘅一個救濟管道、立法啲嘅資源。等係上映之後，我已經講過，我哋籌辦全國司法改革會議，嚟接受大家嘅一個意見。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司法改革的確係非常重要嘅事情。什麼提問人也感謝兩位主席都提到咧。你一個絕對係總統嘅責任，總統有責任來收拾司法改革，同時也唔單止係司法院，包含考試院、包含監察院、包含立法院，還有行政院，全面嘅來推動。喺推動嘅角度，從各種當然都係有嘅，但係從民眾感受最深嘅，就係司法品質嘅問題。司法品質最常出現嘅就講。就係當然，一個審判庭，那個審判庭結果係無同樣嘅。第二，三審嘅制度判決結果讓人民無所適從，而司法品質良莠不齊，判決冇問題，司法嘅信用也就無在咧。遇到民眾批評講，基本上呢度法院基本上就係愛求神問卜這樣子嘅答案，但係相當大嘅一個諷刺。喺最近嘅拍外歸嘅發動電視，還有影響嘅，還有貪污，還有檢察官逃亡，有七成嘅民眾，民調結果係最無滿意嘅司法，但係一定愛提優先來做嘅。而家兩位有提到改革嘅方式，包括司法院到底可以喺邊度推動？係提嘅愛主張嘅，愛推動，馬上推動全面參審制，過去嘅所謂嘅所有嘅制度，中央參審制，避免法官來督察，因為判決權愛降服所有參審嘅民眾，讓判決唔可以脫離社會嘅正義，同時愛改變呢下終審制嘅一個規定，因為原本嘅終審制係避免政治嘅建議，也天作愛打破，而避免呢個恐龍法官，而愛避免呢個寫人嘅法官，愛恢復人民嘅信心，而最愛，而司法嘅部門呢，所有嘅救濟制度，政府愛負責任來做好。以上係公民提問第3題。三位總統候選人你好，我係推回題目嘅財經問題，在軍公教退休嘅所得替代率超過100%。除咗題目之外，係特別要嘅數字俾大家做參考。根據去年在前4部嘅公布，有1%嘅公務人員，還有1%嘅人員退休所得替代率係超過100%。國家負債係相當嚴重嘅，請問3位候選人。因為解決國軍個人超過100萬元嘅國債嘅負債問題，還有所有嘅18%嘅存款嘅問題。先請蔡英文50回答，時間2分鐘。什麼提問？什麼主持人？未來15年之內，其他嘅退休金會破產。係講你根本係冇認真來處理呢條年金問題，無論係軍公教退撫基金，也係勞保年金，都有可能對你哋係推嘅人嘅數項的破產嘅。故所年金制度係天從一改，我唔因為選票來妥協。唔過呢，我唔會因為硬當結來造成社會嘅通通，我會照了3種原則體現來照順序行，我堅持務實穩健嘅改革來照顧兩下依賴退休金個人的人，唔會造成佢哋生活嘅安定當嘅一個衝突。第二，愛國家賦予起人民愛兩度，我會簡化各種嘅一個制度當嘅落差，隨着兩人口嘅老化嘅一個方向，適當嘅延後年金兩次嘅年齡。最重要嘅，我會一步一步喺立法所有嘅所得替代率，包括18%嘅問題。第三，我必須要得團結嘅技術上來推動改革，因為年金改革係針對咧制度，唔係針對
大家嘅促权。故所军工教嘅人唔係本人改革嘅對象，佢係按呢改革嘅盤。故所呢，我注重係先組成兩年檢改嘅委員會，由無同樣嘅專業代表由專家學者嚟組成。政府機關為主動公開各種嘅競選嘅數據嚟本人參考。沙地呢，委員會慢慢提出具體嘅改革方案，交到呢個改革會嘅單位進行個卡法嘅討論，為明年起大家共識嚟當做哋嚟本國會修改。按嘅過程當中，我按算半年之內，最多唔是超過1年就做得有結論。我對 WTP 嚟講，研究嘅問題牽涉到你所有嘅人，所有嘅人呢退休以後嘅生活，佢係嘅社會嘅結構嘅改變，故所佢係需要全面嘅參與呢個改革嘅過程。瑞典就係因為呢個經過一個大規模嘅社會協商嘅過程，成功嘅改變佢哋嘅研究之處。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年金改革聽出愛有具體嘅計劃，也愛靠專業嘅，還有所有各職業嘅共同嘅參與。朱立倫在國外學財經嘅時節，要針對當時世界各國呢度研究問題做了研究，所以佢聽出愛具體嘅計劃做咩可控化。當翻起談到蔡主席已經改變咧，因為上一擺外勞蘇主席還有陳建仁先生參加台泰座談嘅時節，佢非常清楚嘅老太家講，年金改革國事會議要4到5年這樣召開。後來批評之後，因為蔡主席講半年當中提出答案，事實上半年係冇可能嘅，至少要1年左右這樣做嚟得到答案。包含你大家社會共識，年金改革徹底做唔得針對軍公教，也包括勞保、公保，還有所謂軍保。聽講呢，通盤檢討，你也會特別嘅兼顧世代正義，還有職業正義，呢個相當重要嘅。另外，要建立一個新嘅統合制度，綜合嘅觀念、綜合嘅精神，就會富得越多，量得越多，用大家睇得講。都在在那個時代當中，總共支付幾多，最後平均做得到幾多？因為雖然你平均壽命嘅延長，綜合制度嘅精神，所以讓世代之間彼此了解，為乜解你要做了條改革，讓大家長輩因為講係公平嘅，同時必須要基於相當重要嘅原則，就係尊嚴、要公平、要做得信賴保護。政府係最後嘅防線，你要同時強調提醒，尊嚴部分就會絕對做唔得，惡意嘅因為政治非常先期去攻擊，沒有一個正義，就像長期以來28%本不明化。非常講，你軍公教對本惡意攻擊，呢個題目當中提到1到超過100%嘅，你係少數嘅，你係有問題嘅。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申問提問人，面對一下國家嘅負債嚴重，唔單僅係軍公教人員造成嘅，係面對嘅領導人長頭亂使錢，冇力為財政破產，唔係因為欺負18%，係去借錢去打自炮嘅。宋楚瑜執政過後，唔係半夜種事情很精彩發生。面對今日看到頭擺退休嘅軍公教人員，佢用時佢哋嘅業績係一張嘢單槍幾千嘅人，呢一種情形下，都應該唔好去污名化佢哋，向佢哋面從應該對一個問題要好好去詳細清算、去檢查、去了解。宋楚瑜知道頭擺人哋嘅總統，然後人哋嘅執政當局，人哋冇從事一個問題。我有信心，但將宋楚瑜去做總統，我會認真耐心去為軍公教人員還有為啊條問題好好去解決。這就係退休金唔係老年去將來實行實力，不說其他替代的天作愛天責天蓬。不過對一條大數呢邊公務人員，你可以留佢當一隻鐵板，然後啲啊同行去調合量出國家嘅財政狀況，對國際還有幾隻重要嘅概念。
通过财政纪律法，因为本着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每毕业会做唔得经济支出，当年记载嘅长度要大过经济成长率1%以上，当年要降低债务占 GDP 嘅比例，修订预算法。就当公布债务法，然后一个口去当下来过后，认真本有经验的人去处理，本负责任去处理，一个事情将做得解决。接下来是公民提问提示题。三位总统候选人下组好，强调经济问题。台湾经济陷入了结构性的问题，係唔係貨幣政策長期來失去平衡？本日看作係主要嘅原因。也多重嘅政策嘅任務，每本兩下嘅中央銀行已經失去了本單嘅應該有嘅操作獨立嘅空間。請問三位總統候選人係唔係會願意支持呢個改革，建立嘅係那透明、係加獨立嘅中央銀行運作嘅機制呢？請朱立倫先生先回答，時間2分鐘。謝謝提問人。詢問提問人，你中央銀行最近愛維持利率匯率嘅問題，其肩負了包括經濟成長，還有物價問題，當然也管理你目前嘅4241億嘅外匯嘅美金存款，係非常重要嘅機構。總統彭總裁代表按當年嘅總裁對其嘅係非常好有價嘅，佢係12A嘅總裁，包括3個總統。你對央行在長期一個發展當中，佢係高度嘅獨立嘅，係相信不管係特任總統都會尊重央行嘅獨立運作。係當選之後，以外過去財經嘅背景，還有老彭總裁嘅強勢嘅經驗，係相信天窗會尊重央行嘅獨立佢嘅運作。當然，我也了解到最近有人提到過，包括美金嘅政策、亞洲嘅貨幣變質、全球嘅經濟復甦冇議題。總結嚟講，國內嘅係由貨幣政策造成了長期失法，而且讓台灣陷入結構性嘅危機。但問題本身就有意識性嘅立場，有錯誤嘅問題。事實上，台灣嘅經濟困境，貨幣政策唔係最重要嘅原因，最重要係產業問題，還有整個包括全球嘅布局。朱立倫提出嘅包括3強事件，要重新嘅來調你未來嘅來創新。開放嚟結構，用新嘅實力來面對世界挑戰，包括你做得轉型，亦都係你未來愛產業政策一個新嘅變局，一個新嘅格式。未來呢係新經濟嘅時代，所以央行本身嘅貨幣政策係一定係尊重佢嘅獨立運作，至於佢嘅現有嘅功能性係相信。亦提問人提到嘅，事實上佢咩相當清楚，央行佢本身。一啲係運作應該會繼續嘅來尊重。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提問人，而家提嘅一個問題，我聽錯係強健化咧。台灣經濟陷入結構性嘅困境，也唔單淨係中央銀行嘅問題。台灣係貨幣嘅政策影響冇美國人大，不過台灣進出口相當平衡，比到出口來打擊新台幣，臨時原料就會起價。第一種維持穩定，真係較好嘅辦法。聽聽將經過先生佢經過當到諾比爾經濟學者嘅學者係啲順暢翻譯，係講經過先生講過一句話。做國家嘅領導人，佢唔單止要注意經濟發展，佢還加注意到係對物價嘅穩定，還有人民生活係咪做得安定。故所對愛了解中央銀行佢透明獨立係應該嘅，不過台灣唔係美國嘅聯準會嘅影響力冇問題。台灣為陷入一下嘅經濟嘅困難，主要嘅原因係政治掛帥，愛時間嘅時間唔時間，愛南京嘅時間唔南京。然後呢一種情形下，然後看得到未來，然後啲開發中成長嘅市場。然後理順生態嘅素材，故所基本上經濟應該想辦法去解決，然後未來嘅實際還有相關。那就係對於朱主席是講到3強事件，
要強，要正，另外要殺數，也殺數要看風向，風向唔錯亂殺，天錯會殺唔準，韓國會殺到會跌到幾，可能會上到節價。不過我去我好好要殺好好嘅殺數，佢還會錯算加減。那就會好好重視到整體嘅問題，彭總裁做到以後，知道應該本期是鼓勵，本期是加油。請蔡英文5次回答，時間2分鐘。謝謝。什麼主持人？一個國家經濟好壞呢，其實受到眾多因素嘅影響。台灣經濟嘅困境必須係有效嘅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共同來作用，讓做得有解決嘅一個可能性。喺講到全部嘅困境，推本呢個貨幣政策，或者個推本中央銀行係冇得當嘅。我哋當堅持中央銀行獨立行使職權，未來我哋會積極嘅維護中央銀行嘅獨立性。同時呢，我哋會得兩位。嗱，各位報告，其實中央銀行雖然係隻獨立嘅機構，具有獨立性，不過佢主要睇嘅功能就係得維持台灣整體經濟嘅穩定性。呢係中央銀行最重要嘅經驗。中央銀行啦，其他嘅政策嘅目標係講佢哋要發生呢種衝突嘅事件。中央銀行最重要嘅一件事情就係維持台灣呢個總體經濟嘅穩定性。呢係中央銀行最重要嘅一個職責。不過呢，中央銀行佢係獨立嘅。佢並冇鼓勵，其實中央銀行的兩個政策討論嘅時間，或者係政策決定嘅時間，因為綜合考量你出口嘅情形、進出口嘅情形，物價啦、就業嘅水準，來確實保證你整體嘅經濟兩個穩定性。讓做得呢，因應那個國際情勢嘅順發，還有國際嘅經濟意識嘅衝擊。故所聯繫各國嘅中央銀行費力啦貨幣政策嘅運作嘅常態，每個正確嘅做法，我贊成中央銀行嘅獨立執行貨幣，還有費力政策。防止物價嘅大幅嘅變動，也係必須要去做到嘅。不過一點我想提下，你因為唔係 IMF 嘅兩個費用，故所你必須要有一定嘅規模嘅存貸，嗰兩道嘅外費嘅存貸必須要做兩個資產管理，故所天初會有仔細嘅收入，也變成係國家收入嘅來源。將來你天初確實保證呢，你也就係仔細做唔得變強國，做唔得變天強國嘅目標，變中央銀行嘅壓力。接下來係公民提問聽題。午安，3位總統候選人，我哋兩位台灣提問嘅係有關勞工朋友嘅問題。其實勞基法實施到今已經有1多年嘅時間，應該超過32年咧。不過呢度嘅法律係無法度完全去基地落實，故所接下來。同時，尤其呢度嘅中小企業嘅勞工，佢哋並冇保留嘅勞健保，喺勞工朋友喺弱勢嘅情形之下，同時還有法律無法度有效嘅防治嘅情形下，請問3位總統候選人，敢有任何改善嘅方法？請宋楚瑜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質問提問人，讓問題點到一個視頻就會派遣工嘅問題，也係都冇合理嘅指出。用到單位像係人哋政府同銀行大量使用派遣工，那派遣工係一個用當地工資去達標，或頭去扣勞工嘅勞健保，還有管收費，形成雙重嘅壓榨。喺做總統過後，先會檢討規則派遣嘅制度嘅現況，就對政府部門還有公務部門公營事業嘅改革，政府做唔得卡頭去轉法律嘅漏洞，其實各地嘅有冇問題沒有好好去查。第一好好去講嘅就係，見到一下嘅勞基法係真重要，當初實天嘅時節一啲工廠嘅勞工，不過時代環境變咧，當到企業其實真係講起來，全部用按呢個思維去處理，會產生動態嘅差異。企業勞勞工唔係對立嘅，企業係勞工嘅衣食父母，勞工係企業嘅命帶，係partner嘅關係，唔係對立。政府應該做好適當嘅遊戲規則，做仲裁，然後做唔得讓企業看做政府嘅社會福利嘅提款機，然後咩做唔得。
中等本也都血汗工厂的压榨劳工，故所现到当地也都基本嘅弱势，包括佢哋嘅照顧。我做總統過後，我會對也都勞工嘅也下嘅拿唔出學費嘅學貸，還有佢哋勞健保嘅問題，對年級冇到2萬嘅人呢，53萬人嚟對全業補助，因為本佢哋疏導教育，佢哋嘅肢體，咁佢哋做得過下去，係我未來嘅重點。請蔡英文50回答，時間2分鐘。謝謝主持人。什麼主持人？呢個問題確實係點出了，你哋下嘅勞工相關嘅規定制度呢，亦就係需要補強嘅所在。尤其係你講嘅一個微型企業嘅問題，就係50以下嘅企業，呢條勞工呢，還有部分嘅工時，還有呢個派遣勞工呢，呢3類嘅勞工，確實係對你哋下嘅體制，呢大下呢相關嘅勞動法規地不度。係保障唔拉嘅問題，因為講每個勞工都會得到勞工保險、全民健保、職災嘅保險、就業保險呢條完整嘅保障。故所未來，你會研究來補強呢下嘅制度規範，本呢條嘅弱勢者有更加完整嘅保障。嘅過去民進黨一直都係攞勞工企到強下，未來你政府咪係按樣，勞工係你產業發展嘅基礎。不過勞工朋友正面臨到呢個當場嘅工時、當代嘅工資，還有社會安全保障唔拉嘅呢一種嘅困難。你唔會唔記得係萬年呢個嚟支持呢個國家。故所前3年我咪提出了太嘅勞工政策，本你嘅勞工朋友做得安居樂業。第個我希望做得全面落實呢個主休2日，本人濫用嘅經營資勞公司應該修法來限縮。第二，我扭轉呢個勞工薪資嘅呢個當一個最大工資法，本最大審法有需要嘅，應該要參考咧支票嘅呢個法，同時當然穩清明確嘅調整最大工資，來倡導勞工勞業國家嘅經濟嘅審法。第三，你支持現金勞，還有上勞中高齡嘅就業，推動就業來技術傳承，本事態做得來合作。最重要嘅你來保證呢個非典型嘅勞工，本派遣勞部分公司嘅勞工做得受到同工同酬嘅保護，同時納入社會安全嘅保障嘅體內當中。你對個勞勞職責，你咪有專門嘅立法來保護。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2分鐘。謝謝提問人。什麼提問人？唔提供你勞健保行業雇主，其實就係無形企業，因為天議出來，你不允許那種情形嘅存在。當選總統之後，天朝會繼續推動修法，重審重罰，用公約嘅獎金鼓勵全民來減低那種違規影響勞工權益嘅機關。你也希望鼓勵受害者嘅勞工也提出檢舉，勞動部一天內用策列管。要充分了這個無形嘅企業來列管，人家理解有啲勞工比較保障，有啲唔敢提出檢舉，你政府本身勞檢制度也非常嘅重要。去年新北市長嘅提議就成立了新北勞檢處，也要求嚴格執法。蔡立偉提醒蔡主席，還有民進黨執政嘅直轄市，今年都冇成立了個勞檢處。喺個當選總統之後，天朝會修法，要求全國直轄市。愛設立勞檢處，全國嘅各縣市愛成立勞檢單位，讓勞檢員嘅比例、勞工嘅比例，愛到先進國家嘅標準。也就係講咧，讓勞檢員731人，提高到1100人。也同時也喺學校來推動勞工教育，讓未來嘅勞動教育法做嚟喺立法院嚟通過，讓所有嘅學校同時課程有勞工教育，同時係超英國民黨主席嘅1年當中推動了勞工主休2日已經通過咧，而且勞工加薪、企業減稅，呢兩個法案也喺立法院通過。同時，你也同時對於所有勞工朋友投保嘅上限從43900提升到45800，也已經係已經正式宣布通過咧。呢一條都係具體嘅作為，未來基本工資我哋講過咧，喺4年當中會調高到3萬元，配合其他嘅加薪嘅政策，讓勞工嘅權益受到更加多嘅保障。
以上就是天集团的公民严肃提问，等下休息10分钟，严时转来就是你精彩的候选人互相之间的交叉质问咯。唔做到桥墩啊，下不人要啊！唔从桥墩下不的东西，有没有做好啦？按创业的这个文化资产哦，还是希望大家是在体谅到也要做考古的人的辛苦，啊，分去较多时间，然后个记录比较清楚的。好多啥？应该去甲做的，我讲一样，就像做饭团，我也是。因为赖中英，还跟我们猜嘞，还冇跳哦。呀，应该给比数，还有慢点走，慢点就会走。皆さん、我希望大家做同来共下，做出本人感动的跳跃。お願いします。做跳跃有乜嘅困難嘅？咪用切跳。就做會做。既然做唔得強化，做乜嘅本來自身。冇錯。冇想到啊，晚上就安尼唔見咗啦。拜托，冇啊！拜托你！人能較掂到好冇啊？眼呢冇法度專心啦。耶！那個蛇阿母仲未安定一下啦。小姑，恁做了真好，民众就等这个，真赞奖品。哇！唔過，媽媽，好啦。我係文宋前啊，我今年91歲咯。我個母校呢，以前叫做太南部共學校，我畢業已經有70多年了。我上這個時間呢，就上了台北保護個大人的大病。松樹萬年呢，克服一切的困難呢，不怕辛苦。客家 TV 經典再現，張導的節目精彩唔同。魅力，家庭魅力，台灣情人呐，詳細內容請上客家電視網站查詢。歡迎來參觀客家電視，全面了解電視台嘅製作流程。照樣需求來安排參觀內容。
會有專門人員同意技術、媒體聘用嘅運作。長松客家電視網站也係大片化報名。阿公同阿婆去旅行，旅行谈的什么？旅行。哎，旅行。你有不過一種夢嗎？夢到自己喺年頭，唔知本本該確定嘅，要動多花都係喺年頭，我講唔出。點解十歲嘅時節，我睇拜有一種感覺。對基本一開始，男人就做唔得到要十條條皮箱嘅打開來。阿公去東遠嘅地方旅行，有可能長久以後，等會轉來哦。太瘦身啦！穿一條箱啊，那你去穿啊，皮箱啊。怎麼過去誒？阿公雖然去旅行誒，唔過佢冇帶曬本隻旅行箱。在這旅行箱裡度，就會用錢。我中山地怎麼解媽媽不准人老箱嚟打開來？因為成日硬出，好人人聽數，好想改嘅阿公，擁有按到本人想都想唔到嘅秘密，比較沒有遺憾。尤其係一件錄音帶，我同媽媽聽咗彈過一件錄音帶，唔過佢聽咗冇彈過幾件呢，因為記得夫婦官嘅相，喺阿公就當嘅跳起相。幾種總算找到一隻地方，總算錄到幾句話越來越清楚。公同阿婆去旅行，談的什麼？旅行。哎，旅行。哎，旅行。阿公，我帶你去旅行。俺的時光，俺的生活，俺的天使台。強
欢迎转到你总统泰县嘅天师辩论会嘅现场，打来就会进行嘅系所有候选人互相之间嘅交叉嘅询问。呢只集团呢就做得嚟产生火花。嘅呢质问者有1分半钟嘅时间嚟准备，大家候选人嚟提问。嘅大家候选人呢有3分钟嘅时间嚟回答。嘅呢只集团提出嚟嘅提问，會有2大回合，總共有6輪嘅大嘅提問嚟交換。嘅第一回合嘅交叉詢問，你係呢照啲出場嘅順序，先請助理輪先生提問，時間1分半。謝謝主持人。希望主持人基本嘅主要係關心大家全面嘅健康冇嘅問題，還有美國嘅豬肉含素肉精進口嘅問題。助理論非常嘅清楚，你絕對唔可以隨便嘅開放進口，因為你個人嘅飲食習慣，然後其他國家係冇共樣嘅，你食豬肉嘅人口比例係歐美嘅7倍，係日本嘅3倍，你種尤其係食1道嘅內臟，所以要建立自家嘅安全嘅標準。而上一擺呢，所以蔡主席喺辯論會當中，讓大家學到咧，佢認為講咧，佢同意做一個太專版，同意進口。我相信大家都還記得，民進黨以前都堅持人檢出，一直講係佢通牛通豬嘅。蔡主席你嘅立場做乜會改變呢？係咪是入到美國之後，你睇人嘅邊咩嘅行程順落了美國，人家政策專版之前，係咪要留豬農溝通過？係咪要留你所有嘅個人來溝通？係咪有辦過任何嘅共談會？也就係你所謂嘅鷹派嘅互相責任嘅作業嘅，你將來公司無條件嘅接觸其他國家嘅要求，也就係判斷能力嘛？你做咩出賣能力，唔顧個人嘅健康？宋主席請教一下，對於呢後面冇溝通就結專版嘅決策方式，而表示冇呢本來嘅鷹派嘅決策嘅模式，而對於採開放嘅方式係有乜嘢看法？先請宋主席先生回答，時間3分鐘。詢問朱主席，家下一個問題，其實上擺我們基金啲其他場合比較講過嘅，嗰就係對瘦肉精會影響到人哋國人嘅健康嘅問題，係全面性關心嘅食物問題。總處於執政過後，唔可以本用原定任何人啲食安當開問題做任何用戶。本日的無視咩，也係有任何有問題嘅食品入到台灣嘅市場，也係我非常堅定還有明確嘅主張。唔過呢一個問題當中，要牽涉到人哋關心嘅，也係咩美國本人哋嘅壓力，本人哋加入 TPP 地位會有地會影響。我必須要引用美國駐台協會嘅代表，其實向人哋提醒過，就係人哋要加入 TPP， 唔單止係美國人答應過後，人哋就做得順利過關。所以嘅問題唔單止係瘦肉精嘅問題，人哋要明確講，就係上擺我做乜嘅強烈保留，佢就係我啲參選嘅時間，我用一隻人哋嘅 logo， 一隻黃嘅一個圓嘅。黃呢係人哋要有人哋嘅立場，圓呢係要研發還有嚴順嘅去討論事情，搞起來一方一言就係乜嘅，佢就係台灣。人哋為咗台灣嘅利益做唔到種安尼嘅事情，我提出一個見解。喺過程當中，我將來會請我哋嘅代表去留美國人講，我將來就聽出愛入瘦肉精嘅豬肉到台灣，唔係咪再同意台灣攞佢做一個美國人稱好式嘅豬肉乾，再賣轉去美國，安尼好冇？係講佢哋同意，然後咩係一個辦法，因為佢哋就唔肯接受，佢就表示一個係有問題嘅。你哋先試看啊，就證明到安全嘅。然後將來做咩幸福會到？不過真正嘅問題關鍵係食安。台灣看到電視呢有個食安嘅問題，產生動態嘅受理，一條好嘅豬肉，一年真正使用嘅豬油超過6萬噸。不過人哋台糖搶咗嚟省5萬
5000吨，遐当中含茶动多，就会要对两当方、年头当方，然后因着去加减，要注入当多当好的猪肉、猪油，做乜嘅唔留佢进口呢？故所开源节流，做小级嘅管制。三级嘅推动一个事情，送出无财团的保护，听出很重要的事情。朱立伦先生嘅提问，接下来请蔡英文5次回答，时间3分钟。上网主持人首先，我爱老朱主席讲，你的过去嘅俩说明当中都讲到一清楚，不过朱主席啦，还係选择唔通，还继续用佢嘅方式来贴标签。首先，我说明嘅係，在俩2012年嘅時間，俩 Codex 有俩嘅國際標準出現，故所在2012年嘅前夜，民進黨中央的對外說明呢，你會參考國際嘅標準。在這之前，確實係冇國際標準，故所你嘅黨團採取嘅係隻冷檢出嘅態度。至於講呢，到美國去，我哋兩位老主席報告，我並冇啦 USTR 講到俩具體嘅美國豬肉嘅問題，但都係而去嘅時間咪講啦呢度，而是對俩美國嘅說明兩方面講，而係講周邊嘅國家對美國豬肉嘅議題立場一致嘅話，台灣咪冇立場，嗰度其他人冇強用咧。唔過轉到台灣，先係對台灣人民講，總唔得拿其他國家嘅標準來作為呢個標準。朱主席，人樣辦嘅事，你嘅立場係有冇強用呢？我知道朱主席冇聽錯正經，當在乎人民嘅健康。唔過我知道唔過較在乎嘅係人哋選舉當中嘅政治嘅操作，只想喺台外嚟貼上嘅標籤。我講過咧，開放嘅問題呢，講到清楚，因為佢欠曬嘅係隻當複雜嘅、嗱當困難嘅談判過程。你哋下來講進口，呢件事情係正經講清楚咧。同時，我咪講過，維護國人嘅健康咧，基本嘅立場係咪退讓嘅？主農嘅利益係咪絕對唔會來本人犧牲嘅？故所，我嘅原則當簡單，你清楚要做好食品安全嘅管理，為民眾做得安心。每個生產嘅過程當中都受到嚴格嘅監督，本人面對維護呢個食品安全嘅制度，攞這項嘅信心，係最重要嘅一件事情。建議你要加強產業嘅競爭力，絕對做唔得犧牲主農嘅利益。國民黨以特標籤嘅方式來講，我愛開放美國豬肉嘅進口，我講過，你下係咪開放都講清楚咧？我講講一擺，我絕對唔會犧牲豬農嘅利益，同時我會更加積極嘅提高產業嘅競爭力，唔單止對國內市場或者競爭，對國際市場咪做得賣出去。我講一擺嘅說明，你呢 TPP 嘅談判係時間係會當艱辛嘅過程，係講過去8年馬政府有做，我聽我講嘅呢兩件事情嘅話，你哋下就唔會錯到呢位，唔點樣解釋得好，咪唔會錯到呢位，本國民黨的呢擺嘅選舉當中嚟炒作呢種議題，造成你將來面對國際談判當中嘅呢種嘅困難。故所，我將來嘅每個談判嘅過程當中，我都會溝通，我會攞三一溝通，我會攞人民溝通，我會攞蔡亞東溝通，我會攞國會溝通，我會聽聽人民大家共下來面對呢種你共同去面對嘅挑戰。接下來呢，請宋水先生提問，時間1分半。朱主席、蔡主席，研究10多年來兩岸交流中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密切。雖然民進黨一直依附台灣嘅經貿向中國挖，不過中國嘅企起來，台灣嘅經貿冇可能自我而大陸。故所兩岸嘅動態嘅差異。經貿也當中產生動態問題，跟住喺台上啲大陸投資嘅權益係咪做得確保？兩岸交流嘅風利係會本少數嘅賣盤確實麼？係請問朱主席、蔡主席，兩者係咪同意？呢個唔就有機會要變做執政府地位，尤其係唔自家老人家人，包括政黨，特別係負責兩岸事務嘅官員、黨政人員。也3點前以內重要嘅職位，唔會加工資時，個搶高粱嘅主席，唔就按樣嘅保護台商，還有大陸從體會有利用關係將大同，係唔係做得唔會話天天嘅賣盤，唔會受到冇公平嘅待遇，唔就按樣嘅去處理一樣嘅問題。
先请蔡英文50回答，时间3分钟。谢谢刚才。希望投下宋主席嘅提问。民进党呢对了老中国大陆嘅经贸交往，咪从来唔是排斥过。你注意嘅係風險嘅管理，你希望在兩隻交往嘅過程當中所產生對台灣嘅經濟、對台灣嘅安全嘅兩條嘅風險呢？你有一個好嘅國家嘅機制做得嚟對應。故所呢，對了中國大陸嘅投資，對民進黨執政嘅時節，你就設立一套當完整嘅評估嘅機制、勞力嘅管理嘅機制。到兩下呢，國民黨嘅政府限制嘅用兩套方法。故所對了自土黨嘅風險管控係你注意嘅事情，你咪希望對兩個將來呢，做得持續用風險管理嘅兩個精神來管理兩岸嘅兩個經貿嘅交流。點都係兩岸經貿交流嘅關係當中，有些冇公平嘅競爭，你必須要拿出嚟。產業嘅政策，拿出國家嘅力量來提速你嘅業者，幫助你嘅企業，本期度呢唔好受到冇公平嘅競爭。韓國藝術講過，你要做國家嘴，你要做台上最大嘅後盾。另外呢，你頭下所講到嘅兩條問題，確實係你的兩個集團。最困擾嘅問題，咪係民眾最反彈嘅事情。也就兩岸嘅經貿嘅法律本人壟斷，本人賣盤嚟壟斷。同時呢條賣盤呢，當一太長途都係留國民黨有相當關係嘅意思。國民黨呢，在過去嘅8年當中，打敗獨鬥本人爭議嘅時節，就選票嘅問題，就投票嘅問題，就了加州嘅問題冇順暢。民進黨呢，嘅你一次提出嘅問題，等於嗱12年，我哋問過馬總統當到敗，我哋問過我哋下問嘅朱主席。你呢？按樣辦處理你嘅黨，還有你嘅黨嘅異黨嘅朋友，對中國有特殊嘅利益，甚至於形成一個賣盤嘅兩種嘅集團呢？嘅呢，朱主席，你按樣辦來面對你嘅黨兩個生態，嘅兩條人兩下都係對國民黨制度係對高位當有影響力嘅。嘅朱主席，我唔知講，你選擇之後，你敢含有含係國民黨嘅黨主席？係講你含係國民黨嘅黨主席，嘅你按樣辦來面對兩隻國民黨嘅兩種嘅生態咧？嘅尤其係無卡嘅人。尤其係自家，或者係處理兩岸事情嘅兩條官員，我知道，你政見要有利益分配，我讓我嘅烏卡人絕對唔會有按嘅兩岸嘅兩種投資也好啦，或者嘅貿易嘅行為。不過，我哋希望朱主席做得做同樣嘅承諾。至於講兩岸事務嘅關聯，或者佢監察到兩岸嘅來往，處理兩條問題嘅人，我相信至少要用講法，我哋必須。有一定程度嘅管制。繼續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3分鐘。謝謝主持人。謝謝主持人，是蒙兩位主席，還有宋主席嘅指教，對兩岸嘅經貿往來，天作愛做嘅，天作愛努力嘅，你也唔係同時分散風險，你哋今年對大陸嘅貿易嘅依順度，事實上比民進黨時期稍微嘅下降。當然呢，台上嘅權益係你相當重視嘅。台上最強嘅就係風險，風險當中係讓政治風險。民進黨呢長期以來冇確定嘅、冇穩定嘅、冇明確嘅兩岸政策，係所有台上目前最擔心嘅風險。朱立倫一定會確保所有台上嘅非常穩定嘅關係。同時，雙方以下所有嘅往來已經建立了機制，尤其係8年來都係付費勞付費直接嘅來建立過去冇嘅聯絡。呢一種嘅管道，我要提升到跨付費，就係講回復入會費，做得要實現跨付費功能，做得讓態度方面也做得同樣功能來解決所有台上嘅問題。第二，朱立倫重申，第一日開始就嚴格嘅要求，不管係多做演說，係做事做，絕對做唔得有任何嘅利益嘅糾結，也不允許假人或者相關嘅人嘅作為，也違反嘅人一定係嚴判嘅，就係我嘅作風。同樣嘅，我做國民黨主席到今本日，至少建立下國民黨中央絕對冇允許兩種過去純粹嘅現象。可能我提醒蔡主席，你可能唔記得，你有遇到嘅民進黨嘅人士已經在扮演那種賣盤嘅角色，我也提醒
宋主席确实也有亲民党嘅人做呢種工作，你喺呢年愛同時協議，向下不斷嘅來改革，係有呢種決心，天作係公開化嘅、透明化嘅、法治化嘅，透過所有嘅相關嘅規則，不允許呢種嘅現象存在。也特別嘅愛回應，加蔡主席所講嘅，朱立倫也講到一清楚，一定要堅持國人嘅健康，當然也參照其他國家嘅。蔡主席可能唔清楚周邊國家中國大陸限盟開放，美國嘅主要進口，所以你所謂嘅溝通，事實上人嘅溝通，你一直強調。溝通民意，睇你過去呢，你參與嘅 WTO 嘅談判有一項相當重要嘅成就，就係溝通嘅結果，將呢年嘅米酒去了6倍，你啊就會你參加 WTO 嘅結果。同樣你下面對美國主要係相信人嘅態度一定要堅定，就像係老宋主席所講嘅，絕對唔會隨便開放，充填最個人健康嘅標準。而個人健康標準唔係隨口講嘅，一定要有可可根據你飲食習慣來規定，一陣理性嘅作為。繼續請蔡英文5次提問，時間1分半。什麼？朱主席頭下所講嘅周邊嘅國家係中國大陸，你係對其中，你係想呢？你對美國講嘅時節，可能未留中國大陸變到新冠度嘅，點都係危基本上嘅每一個問題，你就從2008年開始，總共用4位嘅立委一位實行廢線，本法院嚟判決當選無效。故所呢，必須要重新來復線，廢線扭曲啦，選舉嘅結果，我們傷害民主。初審咧復線，增加消耗咯，社會嘅成本，你係當遺憾嘅事情。不過有人冇學到教訓，對嚟投票日之前忙到1整夜嘅時間，你要看到震動，有請到2萬人免費去食流水式嘅法通，呢種法通有候選人嘅候選費來通驗，同時有震動嘅比訴訟多長，沒有立委嘅候選人作定呢個價格的多長之一寡田以下，嗱係講老選舉冇關係，你可能冇人會相信。目前呢檢方已經來開始偵判呢個案件，涉案嘅對象都係國民黨式嘅，主席請問你按樣板說明，國民黨講你係一個稅務嘅減免殘費，不過主席講你係免額，到底係那個減免嘅殘費也係免額，老選舉到底有關聯冇？又係馬上出錢，主席除了講係民進黨馬虎之外，呢條事情係咪應該愛進一步嘅說明呢？對呢選舉期間提供免費嘅餐點，係法務部公告嘅禁止廢線嘅行為，請問主席同宋主席兩種嘅風險，按樣板嚟禁止呢？先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3分鐘。民主政治絕對不允許任何嘅廢線，你係一致嘅堅持嘅堅定嘅立場，不管基本日係任何嘅政黨，只要有涉及廢線，只有開除黨史，非常嚴格嘅查判。你看到加蔡主席已經委身宣判，然後蔡主席說明下，你係學法律嘅，聽說愛針對基本日報紙所寫嘅，或者民進黨有啲發言人指控嘅，你今日出來指控。今日基本日一個議會嘅黨團，佢判嘅法通，嚴時就來起啲嘅指控，唯一嘅重點應該係蔡主席非常嘅關心新竹市嘅柯建銘嘅一個人嘅愛將，而最愛嘅國會改革嘅對象，希望講佢做嚟當選，所以講希望透過呢個場合來談到呢真正嘅民主發展嘅關係。基本日總統大選，事實上呢個總統大選，其實大家最關心嘅係呢具體嘅政見，係提出嘅國會改革。蔡主席當無采嘅，經過了200嘅辯論，到200嘅辯論，終於談到你係支持呢種總立法，係對於我所提到嘅，用嚟改善嘅議事效率，用嘅來避免互相、避免協商，呢個無透明嘅問題，你也冇談到蔡主席用樣板型嘅說明。另外，我提醒蔡主席，國會改革嘅重點係希望講，讓台灣嘅人民為到那一黨，也為到全民嘅相當無采。在那過程當中，你考慮嘅這些政治、這些選舉，讓選舉嘅過程來干擾你發現兩個會期愛通過嘅一堆改革方案，讓我感到非常遺憾。係講當中朱立倫當選嘅話，或者其中一位當選將來推動國會改革時節，一定要全力以赴，但係佢困難度一定會高於任何一屆嘅最後嘅會期。
台湾嘅民主政治要向上提升，用贴标签污蔑嘅没有嘅政党係冇達到目的嘅。國民黨經過了20年嘅民主化改革，蔡主席你建立下呢度嘅想法都係停留在你嘅政治時李登輝總統擔任國民黨主席嘅時節。嗰個時代，國民黨經過民進黨8年嘅清算，還有所有嘅事實上已經係相當清楚。你擔任副院長嘅時節，你所做出嘅專業嘅要求，或者唔但係全部做到咧，而且朱立倫還檢出了所有嘅認為上嘅不當嘅指責，又係公益化嘅、透明化嘅，係國民黨改革目標，唔可以改變。蔡主席，你唔是在拿國民黨那啲當成人嘅政治嘅提款機。蔡英文50個提問，繼續，而請宋主席先生回答，時間3分鐘。謝謝蔡主席。質問蔡主席家下提出嚟嘅問題，一個問題點到台灣，也基本會行到佢哋政經民主當中發生嘅一個重大嘅問題，嗰就係金錢介入人哋嘅選舉。大白講，頭擺民進黨總係知道國民黨有黨產，有所佢有錢，做嚟做一條金錢當中嘅遊戲，用錢來換錢。人哋有咩看到民進黨總統行過黨建線嘅過程，因為民進黨咩變做有產階級。蔡主席，唔看下你啲一擺選舉當中，當到嘅些主嘅就不受有假意嘅。係唔啦，係你在國家嘛？也就說明，點以台灣嘅選舉做乜嘅？佢哋有能力有才調嘅人，唔過總係冇法出頭，佢冇正當嘅資源，佢冇金錢嘅支出。你看到台灣嘅選舉政見嘅問題，每啲看佢兩曬有啲吵嚟吵去，自敬嗌自敬，迄有兩曬，為了台灣嘅民主重新生發，還有進步到一個階段嘅時節。人哋愛透過坦白嘅選舉公平化，一個當中就會做唔到這個本財團用錢來買錢，還個用錢來換錢，也正係正經台灣民主未來嘅方向。故所將來人哋唔單槍一道選舉公平化，愛支持一種金錢飛升嘅事情，還較愛支持一道做革命條嘅人。人條講起來，台灣係講本一條革命條，木頭人條嘅規則，台灣嘅民眾，大家會看到西方嘅制度引進到台灣，第一個艱辛嘅過程度發生嘅當到嘅一條問題。而去言談過去，唔單止看定未來國民黨愛留黨產嘅問題，向人民做一個交代。佢就係不當嘅黨產，尤其係當到嘅不當嘅熱產，愛還本人民。不過蔡主席啱啱要講，民進黨日下嘅競選經費，絕對比宋楚瑜太當多，萬乃看棒，萬乃看得到嘅措施，唔講起來。宋楚瑜較弱勢，不過我唔是怪因，因為我未行過頭擺嘅時代，當時我啲國民黨嘅時節，民進黨你當係怪因過，不過我做唔得講，我做唔得頭擺嘅事情冇負責，故所人哋放下頭擺嘅恩恩怨怨，唔兩殺冇個嚴解，本人哋好好對制度當行，侵佔台灣人對民主嘅信心，本正經先現以能嘅風氣做好，因為你去講非先，唔當講要做得好好做事嘅人。接下來第二，下來天意會合嘅交叉質問，向朱立倫先生提問，時間1分半。主持人，宋主席、蔡主席，這個問題係有關最大基本工資問題。我在特別上擺嘅會議當中提到3.37，就係基本工資調到4年當中調到3萬元，因為打工嘅時薪要有180元嘅工資，勞工係國家嘅支持最重視。蔡主席，3年前在電視辯論會當中有回應，你講半年，你就講呢，你就會反對。蔡主席，係咪做請問你，在2001年時節，在高雄嘅勞工嘅座談嘅時節，你
明确的主张，当年度的最大工资却调到22000元。而当时韩国每个劳工要1.2元维持最大的生活，要有21000元以上。这是在5年前的事情。以下朱立伦主张明年就提前调高到2200係无效嘅藥房嘅，係調高理想化。蔡主席，你係咪認為你明調高咧，你就反對5年前所講法唔認同咧？你以下反對調高，所以背叛勞工，係想問蔡主席，你對基本工資係要維護勞工嘅基本生活嘅權益所需要嘅，我嘅基本工資有乜嘢看法？先請蔡英文50回答，時間3分鐘。謝謝。什麼朱主席嘅指教？朱主席講要留基本工資調到3萬元，不過人嘅副署王怡賢的建議講係4萬元，可見呢連基本工資按重大嘅政策223呢當場無力嘅廣告，並無精密嘅來競爭過，未無力嘅深深研議過。故所我提出嘅並唔係我反對呢個增加基本工資，我提出來嘅係朱主席啦。唔講呢條東西，咁要經過精密嘅估算，咁要兩日嘅副署好好討論過呢？也係咪啷個一個633，也係啷個一個3反3線呢？朱主席，我頭下未講過，就係講呀經濟政策係個一個當嚴肅嘅問題，未當嚴峻、當困難嘅問題。你講可想法做做嘅問題，解決大型嘅問題嘅話，可加薪做做得本呢嘅規則經濟做得恢復嘅話，嘅你經濟做做向前行嘅話，嘅外向呢，你呀嘅世界上嘅經濟問題仲冇咁複雜嘅，嘅兩下呢全世界限於按樣嘅經濟嘅困境當中，做做得嚟解決咧。我相信係講以呢一套係行一套嘅法，諾比以將天朝係等人成行咧。唔過啊，你所講嘅呀價格來線嘅價錢嘅問題嚟帶通嘅經濟問題嘅藥房，喺其他國家我唔是看過有成功嘅案例。係講呢，大家嚟修訂法律嚟加薪加基本工資，就做得落經濟做得恢復通難嘅話，嘅外上呢經濟嘅之類天朝係唔會當困難嘅事情。唔過呢，你到呢個其他工商團體嘅時間，你要來縮轉糾正去，你要附加一道嘅條件。故所朱主席所講嘅呢件事情，到底哪一隻人嘅想法？而喺對其他工商團體所講嘅呢，又係你追缺對呢一隻場合所講嘅呢。故所我過一擺嘅講。你呢並冇反對調高基本工資，實際上你係講上些堂外頭下又講了一半，你愛當初了最大工資法，對了最大工資法制度，我哋希望每一年有一天照那個一天嘅標準來調整那個最大工資，你調整那最大工資法係本你勞工做得有基本嘅生活那個需求，那度嘅支持，本其度嘅生活做得呢唔是受利，咪做唔得行業貧窮，那無法度繼續嘅情形。你係你基本工資法，你需要啲法，咪希望做得天期嘅當年嘅來調整啊基本工資，做唔得到現期嘅時間呢，讓講想到要調高基本工資，你啊就係我嘅基本嘅想法。至於講呢，兩年一天操呢，一直批評講，你啊冇那個只調了一半，但係你的2007年時間係太普通嘅調整基本工資，你調整了9%，再加上2005年實施那個勞退薪資，勞工提拔了6%，其實呢實際已經加薪15%咧。國民黨執政嘅時間，佢執政了500只調整15%，咁呢我想每一下就會講。朱立倫先生嘅提，蔡英文嘅提問向宋楚瑜來回答，時間3分鐘。詢問朱主席講到一個大家請關心嘅一個業績，還有基本工資嘅問題。其實223所講到嘅話，以上我哋啲選舉就係啲基本工資嘅叫賣場，大家就係唔加薪。不過大家了解一點，佢就係做一個國家嘅領導人，佢責任所來係乜嘅？蔡主席咪講到，佢就係全世界用加薪就做得推動經濟發展。家人哋講出基本嘢，就聽得晒基本工資。就加到50萬，唔係行較好咩？行較呢，我擦。一個問題做唔得解決，今日政府做唔得用，咁勞基問題，業績大嘅責任全部送本
企業家，尤其政府總唔得留社會福利一種想法，讓企業家變做提款單，你向企業家去申訴。故所這樣講起來，政府有政府嘅責任，企業家有企業家嘅責任。政府嘅責任係乜嘅？就係一啲政策當中抗爭，政策當中用嚟改善印度嘅經濟體制，更加重要嘅。印度要擴充台灣嘅貿易還有經濟發展，也係政府嘅政策層面係都要做得做嘅，唔係強迫我印度企業家唔愛用嘅用嘅。不過，你咪看到勞工月給2萬嘅元，53萬啥？月給3萬冇多嘅182萬。你去看啊，喺安樣嘅情形下，連基本嘅生活就過唔得。對政府嘅層面來講，也係捱對蔣經國先生嗰邊學到，佢就係對基本嘅一條貧窮嘅一條勞工嘅社會福利嘅部分，印度政府應該裁員，然後佢哋去處理。包括加工到嘅勞健保，也係本日3萬嘅元以下嘅一條勞工嘅一條人工嘅6:4、6:3嘅部分勞工嘅部分，由政府另外想辦法係推企業家去出，經濟發展唔好，冇上政府冇責任。故所印度佬勞資嘅關係要好好調。唔好單純想用挑釁嘅方式，你看到中國方面產生同樣問題，提高工資，同樣人民嘅要求，不過經濟當方面受到動態影響，也係有安泰市場。你看中國喺世界工廠嘅機會轉到台灣，本人哋好好搶下機會，提升人哋嘅工資，提升人哋經濟。繼續請宋楚瑜先生提問，時間1分半。家下嚟講到就係民進黨近來見搶國民黨，變做有產階級。蔡主席今啲民進黨離本土近來見遠，朱主席淡水嘅阿婆開唔出來參選嘅時節，今啲有幾多國民黨嘅從政黨員唔知為乜嘅爭，做乜嘅爭，係唔係喎？大家就係講淡水阿婆。係咪啲親密獻給前樣部，淡水阿婆一下走出來？不過根本亦唔係講一個問題，係要多聽人民嘅聲。上擺係記得喺公開評論嘅時節，親密嘅問題2、3一場都冇講。佢就係一個什麼講到國民黨出台灣出問題，堅決排除萬難從台決策，一切手馬有人。不過蔡主席你講到當到問題，4年為期，6年出嚟做到問題，呢個做唔到一樣嘅證明，會變做馬總統2點零，像兩位，上來未來兩位，為談民意聲嘛，為表下政黨嘅惡鬥，本人民真係感受到。當你講國會改革，不過那件事情90%以上唔到政黨都冇做到。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3分鐘。主持人宋主席，非常感謝宋主席嘅指教。過去將區強力發言委員都一路行來，由於擔任縣市長、擔任地方首長，5600多個議題當中，每日採基層來談民眾嘅心聲，係基本嘅做嘅，不管係共享托育中心、幸福保衛站、抗疫輔導，還有所有嘅家長關心嘅、社員關心嘅、所有阿公阿婆關心嘅，每一件事情都係政府最重要嘅事情，也就係每日都採來談民意。當然，宋主席有加油指教，係上次朱立倫也堅定嘅提出來，係最主要係讓全國嘅台灣嘅阿媽、阿公，大家做得有一個安定嘅、有一個確定嘅、一個穩定嘅未來，大家做得相當安心嘅。做得相當放心，具體嘅政策就係提出來嘅。當然，家下宋主席也指教，包括加薪帶動成長。蔡主席佢講，
只不过后年迄做嘅成功，做拿诺贝尔奖。蔡主席而嚟财经界、学界色彩提高咧，而唔记得讲，底下已經有許多嘅學者都係共同嘅主張，用假線來帶動成長。當然並唔係利潤帶動成長係做唔嚟行嘅，只係講供給需求方面，我而家帶動一個推動，用假線帶動成長，最重要嘅目的，所以講咧，要讓企業做得加速嘅轉型。台灣過去咧幾十年來，企業係做唔得來升級。工業4.0推動沒上到成功，社會嘅生產作為替代呢度嘅生產，明日廉價勞工薪資過大，確實係個問題。如果係隨便講嘅數字，蔡主席你理論講得相當清楚嗎？一個基本勞工要撫養1.5嘅人，用人嘅理論來算一算，做理論算出嘅答案係，最簡單嘅係算術嘅問題。2010年嘅基本主張係同樣嘅，不過而家下讀到太企業就開始轉彎，所以宋主席多擺嘅講，今日講民進黨變成太友善階級，因為太友善階級就唔記得勞工遇到嘅基本嘅需求，至少一定要本勞工安心，亦嘅要基本需求加上經濟理論，歐美國家都已經在推動。當然，你唔會係盲目嘅，你天作係溝通嘅，唔會只係要加薪，包括整個企業嘅成長。大學畢業生係講經過訓練之後，月給到400元。網絡線是提出嘅，但係基本工資完全冇中央嘅。蔡主席係相當遺憾用呢種方式來指控我等人，而係心平氣和嘅來討論基本工資，也對台灣真係有利嘅。繼續請蔡英文50回答，時間3分鐘。希望主持人頭下嘅幾個問題呢，主席都選擇去答配題嘅答案，回答配題嘅答案。對我哋提出或者宋主席提出嘅問題呢，都點都冇正面嘅回答。不過，我想你咪係主席對你參時間，尤其係參選總統以來一貫嘅態度，讀到你敏感嘅問題呢，就審批過去，嘅讀到你回答唔出來嘅問題就回答到配題去，不過冇相關，我係針對啦宋主席所提出嘅問題來回應。頭下宋主席講，你來影響國民黨咧，其實你宋主席呢一點我無法度同意你。你嘅募款係公開透明嘅，你所有嘅募款都係聲額，同時你呢都要公開，尤其在禮拜嘅選舉過程當中，所有你嘅收入、所有你嘅支出都係全部公開。到今為止，我冇看到主席老家嘅詳細嘅東西公開出來，尤其前一陣們講佢只發500萬，我想你選舉支出冇幾多人，係講只發500萬嚟想禮拜嘅選舉嘅法，我相信呢多人都唔會相信嘅。工作公開透明就係民主政治最重要嘅一件事情。你呢無法度講嘅事情，你對你支持者對財務黨嘅支持，佢哋用聲額嘅捐款，為你係哪做得來去談人民嘅聲音，去讓人民去到鄉下做人民想你做嘅事情。呢樣嘅其實就係確實保證你必須要來談人民嘅聲音，必須要讓人民去鄉下。係講你太財團，當佢拿錢嘅話，你可能只會談太財團嘅聲音。其他工商團體喺呢個時間，然後其他工商團體講，佢哋唔是來投資啊政治人物，佢哋要做得到錢上下來照顧佢哋嘅員工，呢就係我嘅態度。你呢聽出要來自人民對你嘅支持，包括了財務擔保嘅支持，同時係聲額嘅募款案嘅支持。用你單位證件呢，讓人民去到鄉下，單位證件嘅嚟去談人民嘅聲音。你長期以來，讓用市長去到鄉下，讓勞工去到鄉下。你對勞工的禮拜，你負責嘅當提出一個嘅完整嘅勞工計劃，包括了你頭下講嘅基本工資法，我都講過咧。嘅頭下呢，主席限係呢，繼續上來來，讓我哋講成一個。然後開離呢個勞工嘅政黨，我相信勞工朋友都清楚講，民進黨佢哋嘅溝通，一定會比國民黨佢哋嘅溝通行得到嘅。
佢来对你抗议，你也对个朋友啊，你每位当有耐心嘅老佢哋沟通，你就係你嘅态度。用使者係你愛溝通嘅對象，係你愛去尋佢哋彼此嘅對象。民進黨一路以來始終係強調，你係老用使者強下嘅，只講我嘅眼鏡，等我嘅五太研發計劃當中，等我嘅五太安心計劃當中，還有我五太創新研究計劃當中，都已經講到當清楚咧。你就係在負責任嘅政治人物對佢嘅執政嘅眼鏡最後嘅說明。接下來請蔡英文牧師提問，時間1分半。我在這裡要捱得兩位每一隻考古題，應該呢對朱主席來講唔會係困難嘅，對宋主席來講唔會係當困難嘅一個問題。也就會講呢，在民主國家嘅政黨當中，國民黨有一項嘅無法度本人超越嘅記錄，本人現在係全世界最有錢嘅政黨，到底係忙離開國民黨，國民黨到底係全世界最有錢嘅政黨。但係對於國民黨嚟講，只要有錢就做得。冇聽錯，對國民黨嚟講，只要有錢就做得唔顧名聲。不過對台灣人民主政治嚟講，大家都知道呢係一件無法度交代嘅事情，咪係台灣進行正義無法度完成嘅一個象徵。國民黨嘅黨產來年唔正當用途沒有爭議。過去國民黨利用執政嘅方便，唔但一次拿到當道嘅黨產，咪經營黨嘅資源，而家執政黨竟然做嚟開公司做生意，還講無鐵權咩無舞弊，可能冇人相信。國民黨當年做數定按道嘅數日幾十億，按樣嘅相信台灣嘅競爭，哪一日那麼公平呢？就算係高福信託，也咪係做一隻樣嘅。國民黨還係有控制權，信託並無法度變成黨員事業嘅那個。雜小鋪，故所我想將一個政黨法，本政黨做一政治獻金，然後政黨補助金，黨員嘅收入，然後黨員黨費嘅收入，政黨做唔得出價非常緊急嘅來投資經營事業。請問宋主席，還有朱主席，先請宋主席先回答，時間3分鐘。謝謝。詢問蔡主席家下提到一個問題，坦白講，我一擺參選，我內心都感受真深嘅，就係我冇包袱，我冇黨產嘅包袱，我冇財團嘅包袱，我冇一條太老遠遠，我還要繼續攞幾條嚴格嘅包袱，我不用下。坦白講，我完全同意。對選舉過後，國民黨愛對台北嘅黨產問題向人民有一個交代，特別係當道嘅日產嘅問題，這係國產，這就係都必須愛還本人民。我現在講一件事情，這就係國民黨中央黨部，係對我認為這個世界大家就也呢用做的佔國家財產，這係純粹變做市長，這樣是經過協調，這就將就攞佢買下來。不過國民黨買下來過後，你看，這個同時使用的規則又變了。我必須要這樣講，必須按你講，蔡主席，你也有黨產，沒有黨產，沒有黨產，你知嗎？國民黨有的，國民黨有嘅係金錢黨方嘅黨產，民進黨有嘅係唔到黨嘅現金，這樣是為基層嘅民眾發聲，為台灣嘅民主本土化創造，唔過依種冇乜重視一個黨產，國民黨嘅黨產正經講起來，最好嘅黨產係孫中山先生嘅三民主義嘅其實基本嘅思想，本主權在民，天下為公嘅嗰種做法，國民黨唔對那個獲題過後，係黨樂意變做親民黨嘅黨產，一個黨產係無形嘅黨產，唔係有形嘅黨產。李白寫了一首詩，千金散盡還復來，金錢無重要。唔過正經一個政黨嘅基本嘅主張，佢真係正經嘅傳世救援，本家黨員做得奮鬥。親民黨係個運行總統，韓國正經有責，然後人民嘅些事情，看到政府嘅大事情，係都願意，然後有兩個對立嘅政黨侵轉來，
因为台湾人民真正财富嘅係一個財產，因為台灣人民千秋萬世係有民族嘅財產，也正係人哋愛珍惜嘅嗰份人哋嘅愛嘅祖產。蔡英文女士嘅提問，請朱立倫先生回答，時間3分鐘。謝謝主持人，謝主持人，謝蔡主席嘅提問，也感謝宋主席嘅指教。蔡主席，我一開始就講咧，謝望你對於國民黨20多年來嘅關心，係天作愛承擔。國民黨過去不管過去李登輝主席、宋主席、秘書長，一直到今年朱立倫，係都係天作愛承擔。你有所講嘅呢度嘅故事，我也係從各位嘅宋主席嘅身上、蔡主席嘅恩師、李主席身上來談到嘅呢度嘅故事。兩條嘅精彩嘅故事，確實係國民黨意態嘅報復嘅。但係呢，幸運嘅係朱立倫並冇報復嘅，朱立倫冇兩條嘅歷史嘅報復嘅，係堅持嘅就係前前拍拍，係堅持就係一定要改嘅。因為國民黨最大嘅自殺係從天嘅就開始講，就係創黨嘅精神，愛老人民強啊。所以話為乜嘅？大家過去嘅批評，公民正義部分係堅持一定要做到。民進黨作為背叛勞工，睇你係對愛老勞工強下；民進黨背叛人民，一定對老農民才強下。民進黨做嚟唔關心基本嘅青年阿爸阿妹所關心嘅弱勢社員咧，所關心嘅時代問題，我哋會堅持去做到。當時確實係要經過民進黨執政8年嘅。各位觀眾朋友相信，蔡英文主席曾經做過民進黨嘅高官，尤其擔任過行政院副院長，也清楚陳水扁總統佢會變過國民黨咩？8年呢，徹底嘅清算，徹底嘅來完整嘅搜索所有嘅黨產，經過了你的整理之後，也就會向行政院報告。另外就係剛才嘅由民進黨推薦嘅黃方向嘅報告，一個完整嘅報告，也亦同大家講，乜嘅係不當嘅黨產，係無正義嘅，全部已經係舉辦咧，267件嘅已經全部舉辦咧。所以宋主席所講嘅故事，或者蔡主席所講嘅故事，就係純粹一個恩師李登輝先生喺呢度嘅故事。係也愛要求你啊，朱立倫不斷嘅舉辦嘅那個正義性嘅黨產，另外也對於司法嘅訴訟也全部舉辦咧。未來除了留低必要嘅辦公室，全部做公益。最近民進黨指控國民黨離開總頭來賣土地，係為咗選舉。蔡主席上個禮拜你係有正經招票，為咗選舉，你對於土地買賣係任何人都專業嘅，有可能在2個禮拜、3個禮拜之前做了種買賣咩？咁不過係去簽署呢度退休人員嘅退休金，人哋有5000多位嘅以前嘅黨工，包括宋主席呢度老朋友、蔡主席呢度嘅好朋友，退休金，係到愛前前拍拍嘅來面對國人。以上係基本院嘅考察質問，連下休息5分鐘，臨時轉來繼續進行本媒體集團3位候選人嘅結論。蒋正海，做乜咁等？讓我將軍啊！以為哦，今天是禮拜天啊，禮拜日晏晡6點半有最好看的熱頭啊！熱公公，嚟，哎，你咪係 fans 哦？當然咯，董浩康啊！
下来。当初啊，迄多年前，21年前啊，刚好由台湾政府有讲啊，南向政策，过了两边啊，你喊我退休咧，我来做到咧，加强我每后可以建传堂。当初我忽然间咧，有时候有反对啦，忽然间摸一落厨房的咩，我讲唔怕啦，我做本医生啊。念行，讲讲哈嘎宁，哎，哈嘎。讲礼拜日，我食饱憨憨喜欢死，看到草莽老街嘅土狗儿叫做梁兄弟，扑到天那下地旁线，街过旁天一沙一记一生气，草莽讲，嘿，我地南山，日后是佛踢一条大老虎，土狗讲，我地北山。日后是西踢9条大狐狸，草莽讲，我落落虎视棒踢日冲百年大榕树，土狗讲，嗨，我日春脚啊，老五只山小踢变偏题，草莽讲，钓鱼就潮通胖下爱赶，土狗讲。我不干雞，天等鬼計，天奶走計，好把手計，錯地都跳計，我做錢撈記得停規矩，一兩沙當當道計，胖計鬼，突然間彈到震動片，個，學到噗嚕嚕嚕背過來，一隻雞公跳等要隻大雞雞，呢啲兩隻雞公要嘅惡魔，嘅篤上了。老草莽吞落肚屎氣，土狗我一看不了啊！太麻雞公亦唔知事，我講雞公硬嘅不應該。連南山是聽我嘅阿妹老阿舅，有啲北山甚聽我嘅姑姑老阿姨。你們來打探悶看，土狗我唔明雞公壓得幾勁，你要做法是你當愛，你把我絕對冇有你，你隻土狗我一講日點腳，木當當。惡西屎牙牙，地少白腳向前一跳，咪本雞公西睇戲。博朗咖啡。欢迎回到转到2016总统台选天时辩论会嘅现场，打来爱进行嘅系就系大会候选人嘅结论，也系本每嘅6分钟，爱把握时间。照了辩论规则，候选论嘅人爱先结论，故所你先请蔡文女士来做结论，时间6分钟。谢谢主持人。什么主持人？今年年初，台湾呢损失了一位重要嘅音乐家萧太阳先生，佢创造了台湾自己。两下呢，未得海内外各地传唱。不过，其实因为在家嘅音乐当中，鼓励台湾意识，在国民党政府来禁止已经有15年嘅时间，都无法度转到佢自家嘅故乡。有一半，佢在东南亚结束演出嘅时节，转去美国嘅途中，美国经过台湾嘅淡薄，以向下摆看到中央山脉木质都远唔系跌落下来。嗰兩時，呢度老少太陽
乡下嘅台湾人都被国民党列为无名单，佢哋结婚咧，唔过佢哋冇法度转台湾嚟抢银行，佢哋嘅阿爸未过身咧，冇法度转到台湾嚟佢哋要不卡转唔得嘅台湾人，係有机会坐到飞行机飞过台湾东部嘅世界，让得飞行机挖圈台湾世界，就会避免向下边看，远远看一眼，看一眼，看一到印象定嘅家乡，看到台湾。係是件當困難嘅事情，又係按心酸嘅事情。得幾年前有一部嘅紀錄片，按到看見台灣，透過了空翕嘅鏡頭，切白人導演幫你看到台灣嘅自然之美，咩幫你看到台灣按到嘅其唔好嘅環境。你喺香港時代可能唔知講，過去嘅民主嘅前輩咩使用按嘅角度來看過台灣，同樣係從天空來看台灣，所以台嘅人因為深深愛戴呢隻故鄉，充滿了享受。你係台嘅人，就係因為深愛故鄉，充滿了呢個道理。不講係享受，但係道理。對呢幾隻時代以來，都係有隻共同嘅情感，就係讓呢啲係權恆恆嘅連結到鄉下。呢就係對呢係對土地嘅關愛。愛經驗謝百年拖延未看見台灣嘅問題，就會攞台灣解決問題嘅。喺個當選總統，從就職嘅幾日開始，就會馬上啟動四隻機制來行出團結改革嘅第一步。首先，會建立朝野協商嘅機制，會利用呢隻國家，會利用呢隻平台，本無強量嘅政黨做得經常性嘅溝通，來合作，為國家嘅改革向下來打拼。第二，會建立產業體制嘅調整機制，會優先呢產業界向下來加入產業創新嘅計劃，嚟同時嘅前進台灣經濟嘅動能。第三，系統年金改革嘅機制，以呢個國事會議來能起呢年金改革嘅社會共識，用穩健嘅方式完成呢個年金政策嘅改革。第四，建立對外溝通嘅機制，為你做得到中國大陸還有其他嘅國家有一隻相互理解做得溝通嘅管道。新政府讓新嘅民意為得穩定嘅呢個步伐當中來前進。第二擺，嘅經線嘅重點就係點亮台灣，點亮台灣就係讓全世界看到台灣，讓世界看到台灣，台灣就必須愛來厚植自家嘅國力。唔單止台灣經濟要發展，台灣嘅民主嘅深化，更加重要嘅係台灣必須愛團結。是有一位台上朋友攏係講。係講台灣做得更加團結嘅話，台上的海外打拼就會有更加堅強嘅後盾。上擺辯論會嘅背面，讓大家講，嘅指引就係一本台灣更加團結。因為嘅結論係咁樣，得兩隻國家地圖並冇乜嘅比團結係重要嘅事情咧。分裂就冇重量，團結將會有分量。兩下嘅六位非主委哈利言，當年呢，從兩個做一位代表到轉任國防部副部長嘅時節，朝野都有當到反對嘅聲音。不過，嗰兩時嘅民進黨籍嘅呢位陳鴻山，他以肯定佢嘅專業能力，本其高度嘅支持。陳鴻山是兩個無名單嘅人。陳鴻山想要轉務，三無法度轉務嘅時節，哈利言今日外交嘅天呢，開始佢嘅公務人生。兩個人嘅生命經驗似無相同，政治立場未係完全無相同。不過，對陳鴻山為哈利言來講話嘅時節，證明台灣係做得克服呢當中嘅無相同。今年職棒嘅總冠軍比賽，陳金鋒上場打擊嘅時節，無論係顏面也係鄉民，所有嘅人都為其拍手，因為看到佢打出暗號嘅。就係全台灣共同嘅感通，遠遠超過了一時嘅審判。台灣唔係無法度團結，改革咩唔係為了愛分出輸贏。團結嘅道理，朱主席、老宋主席都知。朱主席提出不分你我，
一个台湾，One Taiwan 两种嘅理念。宋主席竞选嘅 logo 咪传达了包容嘅意义。我从参选以来，就一直以自己嘅行动展现我对求团结嘅决心。我希望经过200嘅大选，朱主席同宋主席，你三煞做得合作，然团结，共同来面对台湾未来嘅挑战。台湾总系俾你希望、老勇气，两个国家愿意等待你危机奋斗下去。什么大家？继续请宋楚瑜先生结论，时间6分钟。主持人、蔡主席、朱主席、各位亲爱嘅乡亲，祈禱一片聽到佢兩沙總統候選人嘅談話，內心有當到感慨。家下蔡主席特別講到台灣行出紀念嘅嗰段時間，我係經過嘅人。我一生人喺台灣從政我有40年，8個字來形容：行出紀念，行向民主。第一個程度，我做得講付出當多，我咩無計幾年嘅費名聲，咩無算幾年嘅厲害，唔過唔加講嘅，你都唔單槍基本嘅台灣。做得總統之前，人哋還做得萬年國會老記結束，本全面做得先自家嘅國會議員，唔過更加重要嘅，人哋老憲法100條廢除過後，台灣總算做唔得再個用人工嘅意識形態青菜去做人，也就是結束政治犯行出紀念，行向民主。宋楚瑜是奮鬥過，蔡主席加有講到，人到謝柏林先生所看到嘅台灣，啲直升機單方看台灣，看到台灣一下萬乃係窮，係坐過飛行機，直升飛行機300人擺，係唔單止看到台灣應該建設嘅河壩，唔過更加重要嘅，我未看到一條事情。是要去做，喺啲頭擺也16年來，做得按嚟講，我係唔單止看到人哋嘅土地國土嘅，萬乃係窮，我更加看到台灣一下政治經濟還有社會係萬乃係窮，是要真正好好拿出魄力，向下保護嘅，好好去俾人民。好好服務，係行嘅前半節，台灣嘅壓力，然後心肝都會結係乜嘅？蔡主席加油講到，特別到團結嘅時節，國民黨未講嘅團結，民進黨未講嘅團結，團結嘅藍軍，對付團結嘅綠軍，炸咗一團，真正講起來，做乜嘅仲係講團結，就係大家係有一台心結。建成很多團結，真正講嘅話，一揭開新聞都會揭，台灣當做嘅真正表下藍綠之爭。人頭擺知道選舉嘅時節，係參選選總嘅時節，係清太重愛，係外省人做台灣選總，會出賣台灣嘛？唔過根本嘅大家知嘅，台灣人真係台灣嘅主人，冇任何人做得出賣台灣。人哋真正愛本點上台灣，唔係愛點亮金錢，點亮台灣，點上台灣。佢咪面對國際環境，面對國內嘅萬乃係窮，面對未來愛行嘅路，還有當多嘅一條升到小民，嗰條大數一夫嘅人，係最老人就講，宋楚瑜當選過後保證對人生路平時，係嚴實做啲結結，唔不卡講嘅生意呢100%係老人照顧，唔係講不平嘅，係會修改憲報法，本艱苦嘅目前嘅75歲以上嘅老人，唔可以啲嘅。唔會啲嘅無人可看，真正講起來，想看啊，一條窮苦嘅人嘅生係100%不記得照顧，唔過係要緊呢，就記得希望留到台灣，係咩會用中央政府嘅能力，一路記得做靈骨塔，冇本記得離開台灣。
各位亲爱的乡亲，台湾是一个电影社的位所，不过一摆出来参选，我冇一个很好的处事。坦白讲，我冇乜嘅抱負。不過，你就看到男女限啲嘅對決，你就應該正經講起來，放下男女嘅對決，重新整合起來。但將宋楚瑜做得到，這就是我頭擺嘅記錄，我做得老民進黨、老改革國會、改革我哋會萬年國會，我咪做得老民進黨嘅縣市長向下。天佑，人哋雖然有冇咁樣嘅過去，人哋需要咁樣嘅未來，也就係讓嘅整合起來。各位親愛嘅鄉親，我親密主要記者師，所以老大家講，南咩加六嘅唔當本記者3號嘅係1+1嘅少過3，這就係讓嘅本按樣嘅一個選擇。放下男女，我向老各位講，我冇包袱嘅，我乜嘅都冇受，我就社會嘅權利，乜嘅權利，啲民主政治當中按照執政權，我有能力，我有經驗，不過我做唔得執政，我有理想，做唔得成長，我過70歲，我唔放棄對台灣嘅理想，我向下對台灣嘅未來。好好尋找台灣人自信共榮嘅驕傲，是蒙大家。最後請本會請朱立倫先生做結論，時間6分鐘。謝謝主持人。是蒙主持人、宋主席、蔡主席。聆聽兩位的結論。談到各位嘅兩位嘅結論，也感通，睇嚟也遺憾，因為停留在一度嘅對過去嘅台灣，而影響未來。台灣做唔得在生活在過去悲情之中，做呢兩團結台灣，要讓台灣更加有自信、更加嘅歡樂嘅台灣。而你愛改變過去傳統嘅思維。在我這邊開始，我就要提醒蔡主席一個小問題：而家講加薪帶動成長，朱立倫做得到諾貝爾獎，而國係我攞嚟咧，老人講。在去年嘅時節，應該係講係前年2014年嘅時節，美國有7位嘅諾貝爾獎嘅得主親自寫信嚟本國會，親身嘅去見奧巴馬總統，希望講用加薪來帶動成長，又係新嘅學界，還有實務界嘅經驗。老大家報告朱立倫，我面對嘅係未來，但係要同大家來報告過去係成長在相當物質相當匱乏嘅年代，這時節三得來作鞋，時常8年翹鞋，然後同學向下去讀書，下課之後到田都去打暗晡夜半夜時節唔睡夢，才離開電視，然後遇到朋友供養，向下為中華小幫水來加油，心中有個夢想就講，希望講有一日到威廉波特看打野球，高中嘅時節。我也啱啱嘅因為講，我做一個成為民國書，到美國嘅時節，去讀書嘅時節，係人生第一擺嘅出國，我坐了300個飛機，食到第一擺人生第一場嘅麥當勞。讀了博士之後，當了教書，做了2個新年阿爸，我吃到我人生相當蠻久，不過係相當好打不平嘅。個性，我對於社會，對於想要改變台灣，且對於我嚟講，自家最讓台灣係田港人比基本行得好，下一代係有兩個啲比那下一代更加幸福。係當上立法委員，當時台灣嘅正面臨了亞洲金融風暴，我喺財經立委，我提出所有嘅建議，還有我提出嘅金融改革嘅法案5法，讓台灣提早脫離了亞洲嘅金融風暴。我轉到家鄉做演講。我也演了一度嘅桃園嘅夢想，我寫自己準備打野球，我鼓勵桃園嘅小人呢贏得3冠王，同時打我威廉波特來打野球得到冠軍。係因為佢去了桃園嘅棒球場，蔡主席家講呢，威廉水是棒來加油嘅時節，就係在桃園嘅球場來比賽，成為全國最大嘅
野球场，係當新北市長嘅時節，從新人出世，共享嘅托育中心照顧新人呢，係無保庇站，社會上市、治安、環保、招商都拿了300多項嘅第一名，也係全體市民嘅努力，也讓呢嘅在新北市嘅主編市民相當幸福，更加驕傲，因為主理人期待兩位沒有演嘅眼夢，要留所有嘅台灣人向下來圓夢，也係台灣人嘅夢。你哋講咧，你兩位希望講在面對21世紀全球化嘅浪潮嘅台灣，你做得重新嘅前進，你嘅自信，重新嘅前進台灣嘅行政力。而且，我也希望講，你嘅下一代嘅時代唔好講過去，所以台嘅兩萬人彼此真正行出彼此，你真唔好留太弱來鐵絲來對立，我哋合作和平。台灣嘅民主係富有嘅欣賞，唔可以批評一切嘅做嚟互相嘅嚟批評。你希望講，彼此欣賞良性嘅競爭。1月16號係選出嘅日咧，各位鄉親朋友，係已經非常嘅負責嘅向你報告台灣愛行嘅方向，具體嘅提出係認為嘅錯嘅選擇，係唔敢模糊，也唔可以模糊，係感覺台灣做嘅菜門好門前來受理，你樣做嘅菜實施如何來排廢，你認為你國家兩統一做唔定讓人民一頭霧水，你更加嘅清楚，同大家講行向哪位？各位鄉親，16年以來，5000多嘅日咧，在基層同大家向下來工作，成發向下，務實嘅推動改革，有經驗、有魄力嘅主力率，決心一定要做到。選前雖然辛苦，但係呢度嘅朋友、媒體肯聽我嘅政見。你係建議，你係最可行嘅。雖然講你扮演有雖然有唔好嘅地方，做唔好嘅地方，國民黨當然要反省，你應該係本來批評，但係主理人要承擔嘅。不過我係希望你喺土地上所有嘅鄉親，讓國民黨做得轉型。你喺台灣選舉人民嘅選舉，台灣真有根本嘅民主，你喺中華民國嘅束縛，爭在讓台灣更加平安。主理人有能力來領導中華民國政府，面對未來兩岸嘅和平、經濟發展、社會安定，你要感謝台灣只有一隻。大家共同嘅為一個溫暖嘅自信嘅台灣前進，溫暖嘅自信嘅台灣，就像一個聰明國嘅世界，不分彼此，向下為中華區加油嘅世界，同齊協力，還台灣就會力量。好，這就是那就係先前本每拜嘅總統電視辯論會，規則過程，大家已經充分嘅嚟講了自家嘅理念和政策。我聽講呢，針鋒相對，不過呢，民主社會就係一場嘅君子之爭。你像3位候選人，嗰一拜都提前，本每來一場嘅君子之爭，請。好，請有請。1月16號，請大家要投下自家手中最珍貴嘅一票。獻出最做得帶領台灣成長向前行嘅人，因為感謝大家嘅收看，我係陳亞玲，祝你安安，再會。經過長途等待，你可以看到這些難民的臉。193拓寬勢必會帶來人潮，就是台灣的特色在於它原始的那種風貌還保留着。如果人多的話，而且我也沒有什麼好看的了，到處都是看人。不是因為焚化爐而反對，而是反對焚化爐它的地點設置錯誤，能夠讓這個已經建好的焚化爐能夠營運，這樣的話你各縣市就比較不會受制於人了。應該這個做嘅，我講一樣，就像做飯堂，唔係事。因為難中意。還講唔可以出嚟，係冇條。啲人應該嘅比數，係會乜人就乜人做一招。皆さん、
也希望大家做伙同来强下，做出本人感动的跳跃。お願いします。做跳跃有乜嘅困難呢？嘛用七條手做會做。既然做唔得強下，做乜嘅本來是生。我只有。冇想到啊，晚上就安尼唔見咗啦。阿伯條架，唔知佢做乜嘅啊？爱弟呀，我死！喊住我！拜托！冇啊！拜托你！人能較掂到好冇啊？眼呢冇法度專心啦。耶！那个蛇阿不认为安定一下啦。小姑，恁做了真好，民众就等这个，真正奖品。哇！阿唔过，好啦。当然有按好吃的东西啊，白做滚牙。那个该讲啊，你不应该，别南山去睇那个阿妹。呢條下呢講是從藝術展示，請來欣賞。勇敢做錯嘅事情，堅決危險，絕對保密。愛幸福，堅決危險，大家有責任。貪污、腐敗都係因為危險引起嘅。朋友，向下堅決危險，愛幸福，堅決危險，大家有責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向新業，歡迎準時收看總統大戰、總統候選人第二擺，也係最尾一擺評論特別節目。今日現場，隨時為大家繞場到政治大學社會科學站嘅江明少江站長，到現場，院長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鄉親大家好。各位大家紹介係台北最好大學嘅莊桂山莊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行起什麼兩個教授哈？上禮拜可能2點鐘班，一禮拜有2點鐘班，按你先來比較一下，你認為3個候選人天一場嘅。人啥講？整理一片一面，係咪你有感受到安慰感覺？但係當然也係有較進步哈。你基本上嚟講嘅話，宋楚瑜當然有加分哈。個其他兩個候選人沒有加分哈。個講做後輩家嘅談到也基本公司法哈，個正當法，個還有談到另外一個講到憲義公平法哈。也三大法咧提出哈，正係當有建設性嘅，哈比較空談哈，比較口號行較好。嚟。宋教授，3個候選人嘅表現，你大概分數啦，雙敗有強有嘛？因為馬薩禮拜有進步，馬薩係講冇雙敗安好。這個宋楚瑜先生當然算係講得最好嘅啦，因為我仔細嘅觀察佢第一頭來看佢過嘅時間，可能係3年啲都最少嘅啦。蔡英文主席嘅表現也比雙敗來講，雙敗看起來較緊張，一敗看起來也較沉穩。朱立倫主席嘅當然。知道佢講法講到一般嘅時候，有啲咧就會有啲咧安尼恰恰，就會講佢身體嘅嗰種平衡有一啲咧冇強用啦，也都嗰種口語表達啲都係肢體語言當然有一度改善啦。不過我想可能他一些觀眾朋友會知道佢嘅表現咧最好啦，佢當然也就蘇漢語嘅一種執政嘅抱負啦。我想因為國民黨他家知道整體嘅氣勢還有表現算係較差。
佢應該要利用時間，把一過去扮演某個地方，大家可能較無滿意嘅，佢要用乜嘅辦法來把佢改善。我知道應該多花時間嚟做人哋建設性嘅講法，但係總體上佢可能攻擊對方嘅時間係你較多，咁一點大可惜。從老師講到攻擊對方，按照一開始佢哋辯論嘅順序嚟分析下，一開始按照申論，到根本嚴考出簽 T 嘅申論咧係主理論，佢 T 啥申論咯？佢唔係講自家愛做那條事情，佢嘅證據係乜嘅？佢利用佢自家 T 擺申論嘅機會批評。對手是批評蔡英文，佢提了6大問題，我嚟問蔡英文，看到佢問強硬強勢，蔡英文有問題。我講係咪要繼續按烽火或者下去？第三佢講到民進黨講嘅徵兵，我徵幾多兵？第四佢問到做乜嘅？大家講 TP RCEP，你都會做，民進黨係咪逢中必反，條條唔講 RCEP？佢講能源，民進黨非核家園，咁做會到錢會哪位來？嗰個美國重要，你嚟參考一下。做乜一開始佢自家申論嘅時間，佢竟然唔申論，用按個策略有乜個考量？即係嚟講啊，佢假設佢申論同結論啊，對調就較拄好。其實結論嚇，所以講較有安尼溫情訴求。係啊，一開始俾人感受個，也一開始安尼落去感受較好嚇。結論下來安尼發揮一下嚇，同綜合前面那個各種論述嚇，個較具體嚟談講，人家同下。人嘅經驗同埋經驗無相地方係乜嘅，個係咪對台灣嘅影響到乜個地方嚇？喺假使講有一種角度來嘅話，機會表現得較好。我說你有問佢。我想我睇就會講佢一開始講強硬強勢，我去搞嘅種，我想台灣一般嘅市民可能都也唔係當關心啦。一般民意調查就講新嘅總統希望能夠解決乜個問題，也就唔係重點問題。然後人家看到講，蔡英文主席實在也冇回答啦。一百一篇論啊，看2點半鐘嘅時間，蔡英文基本上冇再回答9·2共識啊一方面嘅問題。雙擺講嘅時間較長，100幾乎完全就冇冇談到嘅感覺啦。然後爭辯也好，我搞也好，我想幾乎冇乜嘅交集啦，冇乜嘅回答。我想一開始佢問一條問題，我知道係當奇怪，因為佢也係執政黨嘅代表。我再三同各位觀眾朋友報告講。佢係執政黨嘅代表，所以佢應該要講清楚講，你這下政策吼對一條事情對台灣嘅好處係乜嘅？係，然後捱係咪有乜嘅繼續？假設講一下以前有做到較好，但係冇改善，係你講可以再改善，改下好嘅地方啊，可以用嚟改。但係唔係每一個蔡亞當講，你去美國用嘅，你問佢北京當總統有可能，佢喺啲蔡亞當不管用嘅，不能講一下就講佢保東線啊。根本是講幾年以前嘛，所以你不斷地問佢講唔能用嘅，我知道佢行像啲新聞記者嘅問法，假設我係啲新聞記者，我就當然問講特啥人講，萬年卡可能當線，我就問唔到問題，我唔將來用嘅，但係佢唔係新聞記者，佢係執政黨嘅主席，佢係執政黨嘅代表，然後佢也都政府。做過暗道嘅職位，佢應該要仔細講清楚講，哎呀，一條政策對台灣嘅好處都乜個地方，冇辦法，你沒有冇關係，不斷地強調，人哋意思都難。其實我喺度咧來分析一下，從嗰個禮拜一開始，主理論會講到6大議門，其中有包含咧美國中央，當然係研究雙擺佢條片嗰時，蔡英文自家講，從而可以比較日本然後韓國其他國家國際嘅標準來開放，到嚟。呢下擺蔡英文針對美國重要，其實要問講啊，其他兩黨嘅候選人係咪要問回應？你來看下呢隻呢，呢下團分析係咪美國重要？而強弱係大家親關心嘅議題，美國重要議題，你了解一下3個候選人分別兩班講嘅。蔡主席朱立倫有講得很清楚，一定要根據國人的健康，當然也參照周邊國家。蔡主席可能不太清楚，周邊國家中國大陸還沒有開放美國豬肉進口，所以您所謂的溝通，事實上你的溝通，你一直強調溝通能力，不要忘了您過去參與過的 WTO 談判有一項很重要的成就，就是你溝通的結果。那時候把我們的米酒漲了6倍，這是您參加 WTO 的結果。我的原則很簡單，我們一定要做好食品安全的管理，讓民眾可以安心，每一個生產的過程都受到嚴格的監督，讓人民對維護食安制度跟執行的信心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二，我们要加强产业的竞争力，绝不能牺牲猪农的利益。国民党以贴标签的方式认定我们要开放美猪进口，我讲过，现在要不要开放都言之过早。我要再说一遍，我绝对不会牺牲猪农的利益，而且我会更积极的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宋楚瑜执政之后，不会容忍任何在食安上面的问题轻做任何的让步，和让这些黑心的或者是任何有问题的食品再进到台湾的市场，这是我非常坚定而明确的主张。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有牵涉到我们大家所关心的，这会不会是美国给我们的一些压力，让我们将来加入到 TPP 里面会有一些影响？我必须要引用美国驻台协会的我们的代表，他曾经也向我们提醒过，那就是我们要加入 TPP， 不纯然只是美国人答应之后，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过关。来看一件事情吼，上礼拜蔡英文讲呢件事情，过去2礼拜媒体見到個報道，民眾也動到個討論，總嘛個位按嘢咧有一點當然影響，你係民進黨記得7家2拜而主打嘅政策食品安全，所以大家所想，7家講食品安全，你係來講而開放有享有錢嘅美國豬肉，錯啊唔錯？係咪蔡英文上拜佢講而開放，2拜佢講，你係講開放時間太早嘅？我談起來多少有真的啦，所以佢也意識到上拜講係咪有啲咧講差去咧？那麼兩解告訴有蠻款。但是講從食品安全的觀點來看的話，哈，當然講做法方面哈，一定要看當時的個國際的環境哈，個人民的要求哈。一般來講的話，應該作為一下氛圍來看的話，應該開放的可能性未大，哈，除非講有總體嘅改變哈。但係講公共議題來講的話，哈，所以講人民哈。根據一下最新的個封關民調來看的話，哈，台灣最贊成的嘛係經濟發展的問題，青年就業的問題，哈，個開始可能國非改革一度哈，食安問題，所以我看當從事哈，都也總體個國家也呢提升的討論地位哈，反正沒變到前面來。也因為行政院仲有行政院同立法院的討論的議題哈，都要總統體系全部集中到按嚟嚟討論的話，實在也唔拉。啊，應該好好嚟討論經濟要發展、長遠一樣嘅就業，好個喺邊台灣一樣的發展的問題。喺咩啲禮拜過去咧，啊，民進黨怎樣要調整自己嘅戰略嘅？我想因為美國豬肉嘅問題哈，國民黨不斷地追打民進黨，所以變成黨重要。實際哈。台灣的問題當然食安的問題當重要，但係食安的問題哦，偏偏只有美國豬肉一樣哦。係我知道也當神奇，因為吼實在美國嚟講牛肉，很早就從美國進口啦。個牛肉嗰種嘅殘留嘅問題吼，哦藥物使用嘅問題，我想比起豬肉吼。也冇講較強到哪去啦，吼！特別美國以前還有講牛肉可能有一狂牛，真係種種嘅懷疑吼。當然，以下政府吼就是國民黨執政，佢也同意美國嘅牛肉可以進口啦，吼。好，還談過以前講啊3管5卡啦，吼。但係而家師傅完全就冇人都個提啊件事情，所以我知道豬肉也好，牛肉也好，哦美國也好，還係其他乜嘅國也好，吼，一種嘅管理之徒吼，我知道有這樣嘅衝點。好，某嗰種管理之徒吼，唔講啊，冇從美國進口，佢係你可以做事啊。好，揾到俾啲國家，好，即係包裝一下再以來。所以有啲問題吼，應該大家愛討論咧。假使真係有嗰種意念、嗰種興趣來討論嘅話，應該係講點樣來管理。好，唔係單純講啊，美國豬肉就做唔得，其他國家豬肉啊就樣板。好，我知道也係一個衝掉，而且吼，真係台灣人係咪當關心呀？豬肉係咪有美國豬肉，係你美國豬肉嘅問題吼？我知道哦，因為一選舉吼時間也較多嘅，然後一辯論嘅時間吼也短吼，幾分鐘時間吼。我知道可以太多時間都講呢個議題。我知道教育，譬如講一教育。哦，董嚴聰嘅社會自化嘅問題，12年國教嘅問題，2拜都冇講到，完全冇。實際我知道一般人關心12年國教可能超過豬肉啊。我而家順沙請教兩個教授吼，上禮拜嘅辯論第1拜到2禮拜第2拜，共用喺總統候選人嘅辯論，前無共嘅地方應當算係第1部分，上拜係5個媒體人，媒體嘅總編輯佢哋冇問題，啊2拜問咗公民提問，佢哋名錄當過1783場問嘅問題，總共有40議題啊，佢哋40議題討嘅5題來問。
我看了一下吼，礼拜5题，门面路、司法改革、国债生现金改革的问题，甚至包含针对迄中央银行，然后听劳工的问题吼。上礼拜5个媒体研究的问题，从因下迄两岸城市、外交城市、国家太政呢，礼拜问题，因为迄公民提问，他接近民众的想法。按你讲，你可以告诉你们看睇呢种面路少来的问题，按我做法係咪有代表性啊？禮拜看到按個問題，有針對到人民關心的內容來發問嗎？應該有一定的代表性哈，雖然我也冇辦法講全面來看的話哈，但總體來看的話，也除了跟面路少面的問題以外哈，基本上係民生的議題哈。基本上來看的話，就講對國家的發展來看的話，一方面講，人家政治發展的調整，哈，應該來調整，也是上擺個編的個主題嘛哈，一擺讓到面面上來公民的上來討論以後呢，發現到講議題哈越來越務實哈，尤其來講的話，香港國家長期來經濟發展的個補貼全部都高科技，對中小企業對唔起，一方面的話，做到反映到中央銀行。個也國債也好，也國家負債也都按呢具體的問題來講哈，個也勞工的個處境的問題，整體來看的話，就講也係經濟發展以外，還有產業哈，個一方面經濟發展的成果，一樣的分批都較向下來享受。一方面話，家送出去家有談到嘛，就講好生老病死一樣的照顧的，人民講現在生存的問題，個那審判的問題。個後邊當討論到個嘅家庭嘅問題哈，所以講按嚟看的話，就講一種提問的方式哈，較具體來講符合民眾嘅需求。唔過我係好奇個，聽起來合符你民眾嘅需求，係咪點到又變咗咁係總統候選人層次嘅問題，因為講到太遠嘛。也就講像台北跟漢朝家哈，跟宰相佢可能認為哈，佢可能認為哈出番佢都會關心。可能佢同上大佢冇關係，所以就講有種問題，雖然講可以嚟唔係講好，雖然講有問題民生的議題哈，但對人家國家治理個總統來看的話，佢總統的看法裡邊就有深度、高度嚟表現出來。就說可惜就講佢家對人嘅公民的提問裡邊哈，冇處理出哈台北國家發展的方向嘅基本的問題，佢睇問題都蠻就按到受到分配的問題。就講台灣唔係冇進步，佢按大邊。經濟發展得按好，怎麼大部分的民眾過得按不快樂，按不幸福。所以講，所以今年來個人家共同的講法是講乜啊？悶、崩、壞，個今年都講變。乜個人看看做民間為什麼求新求變？就講希望講做改變人家立場哈，尤其中小企業，好中低階層，好佢希望講有一個變天的可能性。好，一方面的話就講，尤其也所得問題哈，剛才有的候選人講個。很多基本工資法，一種講法就較務實。好，所以我看見來講，人民生議題像一些樣好，但係個進入按那一種政策司法改革、法律改革的個途徑落去哈，對人家民眾嘅海北各國家發展來講，我有睇有按的好處。嚴總家講到3個候選人，針對基本的工資有自己嘅態度，你也質疑佢家佢哋審查嘅講法，你嚟睇一下審查很有蠻表態咧。好。您不曉得，現在已經有很多的學者都共同主張用加薪帶動成長。當然，並不是利潤帶動成長完全不可行，只是供給需求面需要一個拉動，一個推動。而加薪帶動成長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讓企業能夠加速轉型。台灣過去這幾年來，企業之所以很多沒有辦法升級轉型，工業4.0推動還不是很成功。智慧化生產還沒有辦法取代很多勞力的生產，畢竟廉價的勞工或薪資過低，的確是問題。我們要訂定最低工資法，在最低工資法的裡面，我們希望每一年有一定的按照一定的標準來調最低工資法。我們調最低工資法是為了要讓我們的勞工有基本的生活的需求的資助。讓他們的生活可以無虞，不要陷入貧窮、無以為繼的情況。這是我們的基本工資法，我們需要立法，也希望能夠定期的每一年的來調整基本工資，不要到了選舉的時候才想到要調基本工資。這個是我的基本的想法。我們的勞健保，或者是讓這些3萬塊錢以下的這些勞工的那個所謂6:4。
631的部分，劳工的部分由政府另外想办法替企业界来出，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不好，政府难道就没有责任吗？所以因此，我们跟劳资的关系要好好去调，而不要纯然只用调薪的办法。過去咧參尾吼，關於要講到公民嘅行通啊，公民用行通嚟表達自家對社會對印尼政府嘅不滿。另外作為公民提問，多少有希望做咧表達公民嘅心聲。唔啲大家可能上個候選人針對呢條公民問題嘅咧回答以後，有感受到有睇到啱嘅效果冇？我想吼，台灣長期嘅教育吼。企業的態度就講太政府的態度啦，嚇，大家對政府哦期望非常高，而且係一種社會主義的想法。比如講，嚇，第一個問題講到係咪可以免費上免費的名錄？實際上吼，以下台灣的一種嘅天星名錄嘅經驗，早就已經民營化嘅，唔係像以前只有天星區。中法天星，你沒有強勢國家有咩講嘅？國家嘅控制咯。三位候選人啊，看就冇承諾啦，實在啊，看到也不見得做會到啦。哦，天一講到嘅基本工資，我想基本工資嘅態度香港啊，立法吼定期嚟檢討吼，我知道也可能較健康，因為所有嘅民意，所有嘅立法委員代表各方面嘅民意，也有資方，也有企業，也有工人，也可以。你還有作為啊，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啊。所以你還是做嘅啊？我知道也係較好啦。至於講一天要幾多錢吼，我知道第一我看下通貨膨脹嘅情況啦。吼，假設物價引起講幾多錢，比如講也不一定有效果。第二就講我加薪帶動成長，嘅問題係講加薪嘅錢喺哪來？吼，你從有人講嘅企業假設講我冇錢冇賺錢。要一騰加薪，我就幫人買嘅東西嘅價格提高，結果是社會物價真係上升，也不見得好。又譬如講，宋楚瑜先生佢就講，一部分要加薪，即係同他加調薪嘅錢，政府來出，政府嘅錢係乜嘅錢？要納稅錢，納稅錢，結果有幾種。發講到羊毛出在羊身上嘛，佢都唔發你量多嘅錢，係咪即刻繳出去嘅錢？好，只不過政府賺了一輸吼，也係咪一啲黨好嘅政策吼，可能也要研究啦。我想重點吼，可能作為基本工資，天天在過吼，假設講你企業一種嘅嗰種勞工嘅權益啦，係你講勞動嘅檢查，生涯被一種救助吼冇做好吼，佢就只係一啲窮嘅疏失。好，第三講到司法嘅。改革吼，都一點吼，我知道我有一啲嘅意見，就係講，伊啲現代國家吼，唔係有總統不拖呢去講去改革司法吼，係咪有一種可能會變成講總統把純度嘅司法制度，應當係超然脫離嘅，影響嘅司法嘅脫離吼，我知道一點係可能當然冇注意到嘅，知道講係種法院也係總統可以管得到嘅，我知道一點。觀念要改變。黃面做嚟罵恐龍法官，加上嘅候選人有人也講到恐龍法官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按國嘅身份，咁做嚟聽呢名錄嘅民眾用按個法來批評。我知道哈，台灣以下現實情況就係講司法嘅問題吼，司法實際講司法官分咗法官還有檢察官，好，以下檢察官嘅權力非常大，按用嚟起訴就用嚟起訴吼，一旦起訴萬人。好，嗰陣人馬上就面對司法嘅壓力，好，要面對司法，所以講唔正經要改革司法吼，不能把法官呢改革同檢察官呢改革混為一談。我知道一點唔同重要。第二，就係講，而家台灣，雖然講社會上大家吼對一司法嘅案件我有當多嘅討論吼，但係家下有一位候選人講吼，呢一法司法嘅判決要注意民意。好，我知道一點吼，現在國家冇總統候選人會安尼講，因為司法嘅判決係呢要根據司法官專業嘅法律嘅訓練、證據，然後一種科學嘅判案，然後法學嘅原則，不能講大家知道一個人有罪，其實有罪，其實有罪，所以講我尊重社會嘅觀感吼，我知道一點嘅觀念吼，人家台灣社會嘅建議就係講萬人有罪，證據廣化。雖然一個人可能平常行為一壞，有可能一個人大家就當討厭佢，但係呢
不能讲佢就一定有吹，真氣無吹，真氣無就吹，就真氣無吹就無吹。總是一陣人承認佢有吹，真氣講佢無吹，含係無吹，也係一下刑事訴訟法律都規定嘅，不能講承認有吹，自白不能做聽吹嘅標準嘛，所以更不能講殺非民意啦。啊，知道一點吼，啊，3位候選人只有一則講到講。蔡英文有講到講啊，考核判案，然後法官判案要人權的素養，人權素養就係講做唔得凊彩起訴，做唔得凊彩就把人捉起來，要包含不只包含法官，甚至係包含警察，要有人權的觀念，因為警察實在也係司法的一部分，啊，這個一點係，可能係較接近事實，至於講陪審。也係愛修改法律啦，唔係簡單嘅事情。OK，來研究補充。一方面來看呢，發生一下幾個問題來討論哈，就講也像司法改革的問題哈。基本上來看呢，話都係呢有按的制度跟機制來看啦，哈，所以講基本人權一方面哈一定保障下來嘛哈。但係來看呢，話就講也人民的參與，哈，人民參與一樣變到機制底部來哈，用理性的力量哈，發揮控制。做成個司法也獨立性，然後做嚟連帶的對話。剛才講到嘅係干涉嘛，也唔係美國嘅陪審。係，但係咧，像個陪審嘅制度啊，做咗好好嘅研究嚇，實際講也應該有一定嘅好處嚇。個另外人嚟講基本工資嘅問題嚇，基本工資問題唔單係損益問題，咁啊，到立法嚇，到也按嚟也到層面嚟看咧嘛，就講也因為也涉及到一個很多收入成長嘅問題嚇。像有的先進國家，比如新加坡咪同樣，收入成長法。好，比如講一年有賺錢的企業，啊，基本上都差不多某個地步以後，哈，各個員工哈要有10%嘅調薪，哈，唔係講要調薪，就講像一個你想調就調，也基本都各家的立法來調，但係因為有個好處哈，唔係講完全都冇好處哈。個另外人家個公民的提問題哈，有談到嘅兩個問題哈，我知道有咩當重要哈，一個勞工嘅問題哈，個另外一個很多中央銀行問題啊，所以我甚至有些講，佢講彭總裁本人點名，係啊，所以講3組頭嘅講嘢，彭總裁樣係好樣係厲害哈，但係個中央銀行佢獨立嚟做嘢嘅家人咧，啊，這個經濟方面的調控嘅問題嚟看嚟話哈，長期以來做偏重呀對呀出口嘅一個鼓勵。所以講對人家大部分老百姓的審判嚟講嘅話，要估到嘛。呢方面關係講我講物價有冇按高，嚇，個日房價有冇按高，但同樣嚟停乜嘅停出口，因為出口輸費所以太調價，所以民眾感覺係難唔好。所以講從一方面嚟看嘅話，我冇辦法肯定中央銀行嘅行動，所以我記起人客嘅銀行，我冇辦法肯定佢嚇。個日勞工嘅有問題嚟看嘅話嚇，而家一看到有好似有講到對呢個派遣工、對啊黑工嚇，嗰啲都按你。部分實行工嘅一樣嘅關懷哈，一方面的話就講至少嚟擺脫一件事情，就話政府喺被其實做到總統以後，擺脫唔好再用派遣工，用卡卡有。即係大條做政府部門制度做唔得有派遣工。全世界冇按嘅政府啦。好，你上半場嘅討論成先談到呢片，下半場今日討論嘅主題談到3個候選人。上擺2個教授都講冇人講到客家，我禮拜就講到了客家相關嘅議題，包括苗栗鎮嘅採決問題，還有是台北嘅事件。到底你在樣板來看睇，先嚟一下臨時狀態。唔做到橋墩啊，下不人要啊！唔同橋墩下不嘅東西，有咩要做好啦？按重要嘅一個文化資產啊，還是希望大家是在體諒到要做考古嘅人嘅辛苦，啊，本佢較多時間。然後個記錄比較清楚嘅。
去一单车，家己无阿细哦，送日久他乡黑故乡，日久他乡黑故乡啊，黑故乡。蒋厉害！做嘛个蛋？鸟爱将军啊！你以为哦，今天是礼拜天啊！礼拜日暗部6点半有最好看的热头发、热公公。累，哎，你係 fans 哦？當然咯，董浩康啊！1995年度嘅，你看17、18年咯，适应冇问题啦。是讲我哋生活到了，哦，跟不用自用啊是了，哦，大家只了到过生活。我哋治安唔好，我哋吼做到预防嚟嘅事情，安是冇问题啦。所以大家个人也意向送，用心年心，正客家人。我喺文松县啊，我今年91歲咯。我嘅母校呢，以前叫做太南部共學校，我畢業已經有70年咯。我上這個時間呢，就上了台北保護個大人的大病。松樹萬年呢，克服一切嘅困難呢，不怕辛苦。咱观众朋友都讲过之后，继续收听总统台前、总统候选人第二章，也系最尾章评论特别节目下半章继续来讨论。上礼拜你两个教授来现场，你讨论一重点你讲，冇人讲到客家。礼拜虽然讲客家两则是冇本讲到，唔过讲到呢度客家乡镇啦、客家相关的事情。包括讲蔡英文一开始对申论时也是讲到，台北事件，因为你系对人民的不公平。我结论的时间，谈到宋楚瑜也讲到，你啊，没有你做嘛个把在把就不容易啊，所以太好兵那种天发炮射的政策。你两个告诉人民看，你谈到有客家庄，又谈到有客家相关的消息咧，咁係一種進步。現在沒有你唔清了嘅，兩隻都沒有你咧。好，剛才現在講嘅財政的問題，也唔單止沒有利有案的問題，像全台灣地方政府就面臨案的問題，除了台北市以外啦，哈。就講開源節流，也應該基本的做法嘛，哈。一樣的開源，一定要有好嘅團隊來同中央爭取，也講要來做地方建設，哈，來增加稅收。個節流嘅方面咧，發說，用嘅錢怎用，哈，唔當用錢冇用，個專門來做樣錢權交易，哈，專門來做安尼，像講應該一種五軌搬運安尼嘅方式，哈。個基本上一天專門來做事，就做專門來傷天害理，冇開到蘿蔔鄉，哈。你用乜嘅理由來講，哈，講到較大條，哈，做專門來傷害到人民嘅幸福，個人民嘅財產。個人民的身體、人身自由，還有生命財產一方面哈。一方面來講嘛，過去嘅地方政府哈，真然也做到唔夠按中央一動態責任。中央對一方面哈，因為遇到各種選舉嘅嘅政治力量一嘅原因哈，佢該有監督性冇去做，個佢縱容哈，包括司法方面也好，個有政治方面也好，一方面所以講整體來看的話。當希望講下一擺哈，按台灣的發展來看的話哈，因為對客家莊的當重要地方是講，人地方自治哈，之前做的然後用人為才，個請到好嘅團隊來地方的發展，個讓地方的團隊哈，較有機會、較有能力、較有錢來做事情。咁你談到你喺宋楚瑜佢講到嘅，我知道唔啲係咩時候來參加兩個教授嗬，其實講到都在選總統嗬，大家無先聽意清楚，國家兩頭人嘅資源係乜嘅，你係如何？你係嚴重講到嘅，像台北事件，雖然講佢嘅地方嚴重嘅佢嘅政策，佢嘅決定，你中央政府有責任。剛剛談到伊咧就沒有你咧財政問題啦，哈，伊咧就台北嘅問題哈，實在我知道有點難過啦，就係周圍沒有人，周圍即話誒沒有人吼，大概上天撕破本錢國人主義吼，就會安尼沒當公差嘅事情哈，然當然因為。也同財政問題實在沒有你當然，他家己都沒有你財政唔好啦。但係前台灣嘅國營式嘅財政也不見得比沒有你
就有啲個演示比苗栗也可能較差，可能係標準係嘛嘅。係啦。假設講佢債務嘅疏失嘅當然苗栗當高，但係要個債務同呀自由財源嘅比較，然後等等嚟講，我想苗栗可能也唔係最差，而且還有同大家報告一點，就講苗栗財政差，大家就啲，但係苗栗縣政府當年嘅所出所入也係經過審計部審計之後，也係通過呀。係啦。並唔係講政府有認可嘅啦。因為當年所出所入，議會也審查過，然後經過呀這審計部嘅苗栗縣審計處審計也審計過關咯。也就係講，即係整件嘅問題可能有兩樣啦。就係講地方自治嘅問題啦。你縣議會係咪有嗰種能力審查預算？一種縣議會嘅一種法制人員，對一種了解係咪當好能夠反映民意？第二就係講，中央地方財政嘅劃分，係咪合理？變成講啊，縣市政府係咪要只能靠一土地，掌握有財源，其他東西冇辦法有財源。一種問題係咪呢客家縣市對一種問題嘅感受係咪特別深？像希望一啲總統候選人嘅團隊行人較多一啲咧，尤其係出身地方嘅，從一啲方面去制定較有重要嘅政策咯。知道較重要，不過一擺看起來可能係你冇較談到啦。先順晒一層講講到法，呢一擺討論地度教父結門嘅時節，包含宋楚瑜啦、蔡英文都講到兩件事情。宋楚瑜講買辦文化，兩岸組成嘅總係改掉改幾個太頭家，從前總係幾多年。做乜嘅國民黨愛見到推兩岸，係因為幾多年老人倆從夫利關係特層嘅，佢就批評一件事情。都好。蔡英文3年結門時，佢講到非線嘅問題。你台灣選舉線嘅案多多咧，你民主化研究咧，做乜行面對案嘅問題？係咪用法做嚟解決？包含講非線係咪用講法本都係官員有辦做嘅。你去加從屬而家點都有嚟講蔡英文案多寫主公嘅前講。而家所謂唔係說親社會是從屬幾次加，都係選舉時係咪透過法？你有機會非線問題冇過到台灣發生咧，你也做得到。所以講，也基本那個法治嘅建設哈，也政治嘅講，都是講政治民主政治嘅轉型哈，還蠻有完全達到哈。比如講前面剛有講到政黨法，好，過有他們都講選舉公平法，選舉公平法，就講做用一多錢，都用一多大旗子，一到村長做到疊一多大衣服，哈，幾幅你嘛個宣傳片都哈，個中央宣傳片一多分，也就全部天馬上做大一多桶哈，也全部公平。有國家用做到，有國家換個轉來做啊。韓國唔到哪個地方哈，全部公平，也唔做唔多哈，所以講你錢也冇辦法多拿錢，因為你多拿錢吧，你就犯法，好，你多用錢多事錢沒犯法，沒講愛做的隨便事錢啦，也一方面。個另外一邊講政黨法咪同樣啊，政黨法個政黨要站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的立場，唔是講太同誰冇公平啊哈，所以也都按你基本上也按你法治嘅過程哈，要積極的立法哈。個另外兩大方面啊，一個是資訊的透明，好，個另外一個很多。負責任的個政治哈，資訊透明的部分嚟講，你看下媒體，當到媒體做的收買，所以都當到地方假面條，個個都地方的方面的話，當到按你首長、行政首長控制媒體，用錢的好，甚至中央也更搞，也全國性的媒體也被收買，所以講移民政策落去嘅話，當到也唔了解真相。個呢個也負責任的個政治來看的話，剛剛有講到審計部，審計部就是非常不負責任，審計部苗栗縣哈審計室。啊，苗栗縣審計室，佢當然黨夫一方面是個黨夫機咯，佢當然只有同苗栗縣政府做檢討，佢個財政方面的個造假虛偽。但係講送到其他單位落去，你講像財政部，我剛才講，所以講監察院有做事情，審計部有做事情，但係講財政部佢冇涉及到監督佢縱容，所以講講到政府佢冇負責任嘛。所以講唔單講有地方政治一方面的個機制要發揮哈，個中央應該做的事情沒有做到來，個還有加。總告訴嚟講，中央財政地方收支劃分法，一規則嚟講話，向我來檢討。所以講，人民知道講，有法一定得好嚟執行，冇法地方一個個嚟補章嚟，佢也做基本上做嘅事情。基本咁樣吼，3個候選人有兩輪咧教父結門吼。第一輪應該講到非線，宋楚瑜講到了買辦文化。第二輪嘅時，蔡英文又提出講，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唐公是國民黨，嘛國民黨嘅當選問題吼。當選之後，你發現冇，根本整體評論看起來，有啲嚟講，蔡英文變做老宋楚瑜合共主理論一下，哎呦，
你有冇变安慰自己？我想因为係錯誤感數嘛。我想有安尼情況吼，因為天講到當山，我而家無奈何話，其實主國民黨就當山最多嘛。吼，加天講到買票費線，佢也無奈何，嘛佢當查到個買票費線嘅最多。好，所以一點此言而言吼，假設冇拿出來的議題就說呢，只要拿出來吼，跟國民黨可能就冇辦法殺吼。冇辦法殺，唔講談到主力論，一直以來都愛咁講。之前民進黨阿扁的時期，佢做了半年，清查唔知幾多百咧，國民黨嘅當選267天，做清都完嘅。因為按我講法，冇法度來防止其他政黨嘅人用呢一點來攻擊國民黨。按講法唔拉清楚。就係講，假設佢真件知道一當選係佢當前拍當要把握嘅話，吼，國民黨都國會嘅多數應該帶頭去通過不當嘅真當選嘅一種嘅防治嘅條例，或者係相關嘅法律，反正唔即個問心無愧啊。好，但係看起來佢冇安尼做。好，天然記得時候一通過一啲公投，就會講通過一啲法我嚟拖這種不當嘅當選，結果佢要帶頭。希望他家冇去2個公投票嘛，也就是講唔做一2件事情吼，就把人自家嘅一種嘅公信力吼，就把佢打落去嘅，因為人家說講知道冇問題，你都會講嘛嘅，所以一點問題冇處理好冇解決吼，始終就會為本人攻擊。第三吼，一經過一按多年吼，國民黨執政8年，吼國民黨當年佢當選嘅收入吼，各種嘅申報吼，係呢有相關嘅資料，係呢。當選嘅收入係呢相當可觀啦，也就是講，縱使佢也係合法得到嘅當選，政黨應不應該有財產吼，就會考慮檢討嘅問題，就講唔合法拿到嘅，吼 ，OK， 可以不追究過去哪一條當選嘅責任，但係以後係咪還可以繼續保有？我知道一點可能係一個新嘅問題啦，就係講以前唔講一條當選後來合法啦。實際幾多時候合法，因為國會多數也係唔嘛。問題是變咗國家老黨本唔清楚啊。一點就是講，世界上佢哋下報告吼，民主國家吼，不管樣嘅無談講有政黨有當選啦，嚇也係事實啦。美國兩黨，美國也冇當選嘛，嘛英國、日本講日本自民黨講做黨叫啊，佢咩一黨獨大案叫，唔實談過自民黨有冇個當選啊？吼，韓國人講其實因為民主化時間，也同喺台灣差唔多，可能要結創呢啲咧。但係佢也冇談過呢個政黨有當選。也就是講，政黨不管以前歷史樣嘅，未來喺21世紀還係可以容許政黨有當選。知道一點還係愛討論嘅地方啦。係就上禮拜呢個節目啲都還冇講到太多，不過爆尾開始都媒體當要動態效應嘅是類似淡水嘅阿婆。根本以前似哦嗬，做呢輪設計唔單止講到淡水嘅阿婆，佢係講到阿公嘅嘢。現代講淡水呢一句講，全台灣嘅阿公阿婆佢都包含到嘅嘢。咁呢啲係佢哋嘅測試上出來嘅一種，你下時行講一種梗，也係講一種神奇嘅講法嗬。咁啲其他材料大係乜嘅？因為大家都見少嘅，佢能呢一班係設計拿出嚟講。一種講法是，像有特別像有個立法院叫犀牛皮事件同樣嚇，即係講學歷造假，佢3週內唔出嚟，結果佢同個造假嗰種攻擊嚟證明講係學歷係真嘅嚇。即係淡水阿媽也講，台灣嘅阿公阿媽嚇，有啲問題嚟看嚟話，就講應該有啲問題唔單係講，我哋講時代正義嚟看嚟話嚇，應該一類安尼看就講，甲後生人啊，加想法一樣嘅。佢係咪營造一種嗌落民眾當劍嘅感覺，嗌落民眾起強下嘅感覺？我想一天係啦，嚇，我也不懷疑講有人真見同佢建議講，你冇出來選，我喺台灣乜樣嘅？我想得3年有得3年嘅政治主張啦，嚇，有人同佢講建議啊冇真見講希望佢出來選。因為當時先，你談到宋春英問講話，係咪4年前以淡水阿婆要企到台當攞佢出現啊？我知道，但係吼，因為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吼，你講一位選民同講希望出來參選，你就出來參選。佢假設另外一位選民出來同講希望把個事情做好，做慢，佢唔要談慢嘅。所以我知道，一種嘅這種講一件事情吼，對於嚟選總統嘅人嚟講吼，可能唔係按適當嘛。所以佢根本也是有怪。
佢就講從細我就想要打棒球，我就希望要打抱不平，就對人哋，其中一發就是說自幼好打抱不平的個性。所以佢就想從細到大，我就想要即係為大家服務，我就想要從政。我知道按你嘅講法也就比上禮拜按你嘅講法較好啦。從細就想從政，真爽啊！一審查員嚟講法就係淺顯無窮樣啦，嚇，即係講。而主理論嚟講法，佢講阿媽嗰啲講法嚟地位嚇，就像一個叫證明講佢嚇擔心台灣未來的發展，所以佢要跳出來嚇。但係我由蔡英文嚟講法就講佢程序的民主先進的一種遺緒，剛剛宋楚瑜有點佢嘛講，人家資產，但能讓同樣種資產嚇轉到更大的一個格局。第三點，這個宋楚瑜嘅產業嚇，就講有點將軍不老啦，廉頗不老彌頭樣嘅嚇，希望看看比機會的意思。所以審查情節冇共樣，其實用嘅故事都冇共樣。前媒時間係發現禮拜三組嘅候選人對用下穩前嘅訴求，講嘅內容包含蔡英文一開始講到蕭泰然，講到陳唐山嘅利益，其實講頭擺兩條對民進黨態度為民主化來打拼，甚至有訴害嘅人。過來宋楚瑜講行出經驗，行向民主。其他講到大家都係團結，蔡英文也講團結，佢甚至都前媒嘅時間佢講到選舉以後三者嚟合作，你團結為台灣，團結合作。朱立倫自己也有講到，不過佢講嘅對象係講希望台灣啊睇到做嚟和平，做嚟合作。所以三者都講到合作，不過合作嘅對象冇共樣。啱啲兩個告訴你有冇看見啲愛唔愛訴求？我知道台灣長期來教育，大家就講團結就會力量啊，團結係一個非常正面的名詞。但係有啲時候都一個民主很較淺的社會不斷地強調團結有啲時候會用啲少數意見搬減過去啦。也就是講我要團結嘛，所以有乜個意見唔好講啦，大家要團結。所以現在社會我知道民主政治係愛尊重少數，關心多元啊。不能一番講總係講團結，譬如講。以前就講，哎呀，為到國家團結，為到社會團結，所以大家要講過年。也不管好多黑化總係無數都發展，因為講大家一下講一樣冇辦法團結。我想一種話從細都太談多唔多，但係一種團結對台灣多年嘅文化、社會發展係咪一定係當好？傷害基本係傷害，是都會傷害。所以不斷地強調團結，一點按樣看就講團結，希望不能講只有講團結，我強調講要尊重、要包容，然後要盡量要讓個少數不同意見嘅人，不能都團結咧一摸嘅大廈，唔就半腐略起嚟，我知道也係當中。唔過我喺對門咧講，蔡英文佢講團結嘅時候，佢有點名講選舉以後，你三者團結合作為到台灣，你也算係沒有種長途嘅，佢雖然講你下良性係睇鐵坤嘅，從人會樣樣嘅，我係不用出生意，有啱我感覺嘛？一方面係屬於嘅感覺講嚇，佢講團結的話，假設係人事的安排嚇，也應該做唔得做安做，因為有政見方面那個負責嘛嚇。當然講團結的意思應該就像一個漢人的感受會特別深啦嚇，就講因為漢人少數嚇，所以講佢會按個感受講，佢會希望多數來尊重佢、包容佢嚇。但係我作為多數的話，要按你修養，要按你感受講尊重、包容嘛。所以我最會講係團結、係合作嚇。但係講你個冇多按你處境落去，冇真正了解講包容的重要性。好，所以講係咁講係希望講有團結的意思嚇，一種尊重少數，一個包容，佢一個做就講合作，一種合作嘅方式嚇，一定係講都民主機制下嘅制度性嘅合作，唔係講人事方面嚇，係用人嘅嗰個人才啊主導嘅合作，按你合作唔會長久嘅，因為政策方面立場冇共樣。好，所以講係會咁講，香港講嘅穩共、高共嚇，即係話相互嚟聽數，按你心態應該嚟做嚇。客家雖然講立場冇共樣，但係為到國家發展，係做嚟從立場嚟出發啦。但係個最後，民眾要現在家應該就係客家共嘅合作嚟對團結嚟支持，按嘅意思。其實前面講到團結時，我家下特別講，是朱立倫佢講嘅，係希望講做得到中國大陸和平合作。三者禮拜係多少要講到兩岸嘅問題，因為各自有各自嘅立場，所以你談一下，到嚟禮拜經過第二擺嘅評論，三者對兩岸嘅立場係有乜嘅改變？嚟談一下兩團三場人嘅講法。朱主席、蔡主席，最近10多年以來，兩岸
交流中的经贸往来是越来越密切。虽然民进党始终怀疑台湾的经贸向中国大陆倾斜，但是务实的面对中国大陆的崛起，台湾的经贸不可能置外于大陆，所以两岸的政治的制度基本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差异，这也造成在两岸经贸往来当中产生了2个大的问题，那就是台商在大陆投资的权益能不能够确保，两岸交流的红利会不会被少数的买办的垄断。在制度上的风险管控，其实是我们注重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将来持续的用风险管控的这个精神来管理两岸的这个经贸的交流。倒是两岸经贸交流当中有一些不公平的竞争，我们必须要拿出产业的政策，必须拿出国家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的业者，帮助我们的企业，让他们不要遭受不公平的竞争。朱立伦一定要确保所有台商一个非常稳定的两岸关系，同时双方现在所有的往来已经建立了机制，尤其这8年来都是部会对部会直接来建立过去没有的一个联系。那将来这样的一个管道，我说我要提升到跨部会，当然就是要恢复原来陆委会能够有行政院跨部会的一个功能，能够让大陆方面也做到同样的功能，解决所有台商的问题。您看到吼，听一摆评论呢，也是亲民一摆，大家还用按多的时间来讨论两岸的问题。我是好奇讲，前一步的案底两届高数有注意到吗？嗰时马协会以后，同多媒体的标题下讲，总统台线厉害张开始，所以多了下咧，两岸中国大陆咁也係影響你總統體制按重要的因素。我想兩擺嘅評論吼，朱立倫主席當期嗰種佢完全冇提到馬協會啦，佢冇講，完全冇講。照嚟講，佢唔認為佢係加分係冇。60多年來，也第一擺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嘅兩手會面吼，也係一個動態嘅一件事情。唔記得嗰時我都喺節目提到訪問狀告訴你講，佢講對朱立倫來講係安好嘅事情，佢萬叫唔土佢去吼。哎呀，但係當然佢買帶佢去法可能他講會問講係咪會基成嘅政策等等吼，但係不管樣嘅吼，一般嘅選舉評論吼，佢也完全冇提到啦吼。也代表講佢對一件事情係咪真見像馬總統一種嘅天威評價係強樣嘅吼，我知道也可以研究。第二就講講到一買兩岸嘅問題講買辦啊，利益嘅這種嘅樣嘅吼，因基本上係一個重點啦，係一個重點就是講台灣未來吼對於啊中國大陸嘅態度也係政策吼，係咪有辦法吼，唔可以有人聯合這片嘅人來作為啊台灣內部政治鬥爭嘅工具。我想也唔係特別講乜嘅黨，但係一種事情希望我最後冇再發生啦。就台灣內部嘅事情，台灣人自家來嘅，不要把一件事情，冇把一件事情，用槍啊愛你、言啊愛你來解決。我知道一個人講團結，也係最重要嘅團結啦。那現在兩岸的問題都2008年、2012年真開始有看明顯因為講對總統台線嚟講，正如講老百姓對兩岸一些唔係最重要嘅議題但你講假使你同經濟問題聯動加人民怎麼從事？即係風沒有啊？對啊，所以講一般嚟講呢，我就講人民一方面嚟講，做民調嚟講嘅話，也提議論嘅重要議題，但唔係最重要重要議題所以講基本上嚟講嘅話，就也同國際空間連帶嚟看。加上兩，也見到報道講蔡英文當選，我搞你辦搞個22隻。你為小的幾多隻是開始有那種強下論出來。也是講好，不過也態度也硬台灣態度強樣，係感覺有甚至好似也強樣，所以我現在叫我隨便亂講但基本上台灣同態度有兩岸關係的問題唔係講有甚至萬一當選就有太影響，因為中國態度對台灣的個做法佢也有定調，也唔係隨便同基本上台灣整體mạng嘅都講所謂務實嘅國際空間假使講兩岸發展，係講有辦法幫助人國際空間打開，一種發展做真健康嘅。假使講一種發展反而講變到講，兩岸風力變到少數權貴買辦得到嘅話，對台灣人民一定冇幸福嘅。所以講態度一定要了解講，同樣台灣台線嚟了解講，兩岸關係一定要同台灣嘅立場嚟看，唔係講
佢做用少數嘅買辦嚇，佢有到少數嘅人哋財團嚇，做嚟決定台灣嘅未來。我分享一隻，我禮拜看到一城市嘅現象吼，三組候選人當中，禮拜有兩隻承認9二共識，同台上嚟講，一隻現在冇正面的回應呢個問題。不過你也上些情況好嘅，真有可能當時呢是冇回應9二共識兩個候選人。我意思講，你要是去想講，選舉嘅結果係講整個樣發展下去。用乜嘅方式伴中國要推排好下？我想吼，你有是想到按度？看按樣嚟講啦，吼，假設你當然也有人可以講吼，你看支持9二共識、堅持9二共識嘅政黨，就真係扮演結果輸脫咧，政權輸脫咧，而且吼也得票咯，比亞雙敗嚟講，可以講感動多，也係當有假設發生安尼嘅事情，就係講2全人敗，2人1-2。2人1-6，100比100較少，所以對有人就也可以解釋講，你看，也這9二共識不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也係一種講法。但係呢，宋楚瑜佢不斷地堅持9二共識，但係呢佢得票價是比雙敗有提升，佢韓呢可以講國民黨呢價是輸脫選舉，並不係沒因為9二共識，而且匹配的問題。配咧因素，執政啊、經濟啊等等所以講，所以看到講支持9二共識嘅候選人中國方面還能可以講，還能得到一定嘅支持，票數還能有增加，所以也作為一個佢哋會解釋我知道也係可以可能。你睇三組候選人對強者地方來評論也好，發表政見也好。是中一重還是張業出版佢哋政見發表，你看到以下，尤其兩重，你兩個告訴對現場來你向下來關心吼，你哋按樣辦來看，撒下來睇選有可能嘅結果，唔知你哋會分析會係乜嘅？因為當然做當清楚嘅嚇，就講也民調也好嚇，佢也講現場嘅表現嗰幾展現嘅嗰種安尼氛圍嚇來看嘅話嚇，睇樣假設講冇太變數嘅話嚇，睇樣。萬一要當選應該當清楚嘅嚇，就講差一多票添啦。做有人講，講種本身蔡英文會贏幾多票？有人是較保守嘅講法啦嚇，有人最保守就講加做100萬，100萬嘛嚇。係用算最保守嘅。算保守，有啲人保守較保守嘅講法就講250萬到300萬，也算保守嘅講法。我想你係國民黨唔想面對嘅真相嘅。也應該較較都唔希望，也都等於雙敗相於立黨系統也都彭明敏幾百樣嘅嚇，也都絕對多數嘅方式嚇。但係我也有人講行家講300到350，也有人講到425，跟住也是根據你雙敗對嚴世忠選舉嘅結果來談嘅啦。因為嚴世忠唔看國民黨6都冇多中2都，七家做理論上市，按看好嘅基本上差3萬人票。告訴人要滿意選舉嘅結果。我想選舉最後講滿意我贏幾多票，我看宋楚瑜得幾多票。因為假設宋楚瑜得到票多嘅話，給人家贏嘅，所以講蔡英文贏佢唔會贏到按多。然後第二就講，就意思講，你看到宋楚瑜會拿1多票？我知道，切都比雙敗較多。宋楚瑜拿到多票數上嚟睇啊！本體你係馬曬票樣錯，見到係本體國民黨嘅票。而大部分以天會本體國民黨嘅票。然後100、200嘅片段就會講